我講埋你一堆人，我去夾物件食。OK，你使到啲嚟食咪見，但簡單。OK。阿龍啊，你大。係啊，各位聽眾，各位歡迎到到嚟收聽邊咧福建嘅節目，我嘅陳呀話，嗰一個禮拜咧，我哋台北嘅邊咧都是冇幾人咧，咩事啊？就是未必冇幾人是上節人，我是講話亂啊，人少人較好講，人有三六沙咯，有後半咁啲幾咁嘅節，然後個後條阿龍，有個 clubhouse 入邊個有。菜店啊，菜店困了未？菜店困了未？แล้วก็即係未使講茶味薰加香菇是冇困啊，茶味薰加可能菜店有可能是困嘅。冇事啊，冇 response 真係肯定是困啊。但我看個 house 第一個人個有個大靈山啦，拖血啦，一間是鵝鳥，一間嘅嘢是鵝鳥，鵝落聲，แล้วAI 是艾琳，แล้ว Christina 是白青 W 是到啲的國，是唔是 ？W 是到啲的國嘅，所以會困個 W 單。英國。哦，英國。Adrian 是小金湖。Hendra，Hello Hendra， 攏知 Hendra 成日就來哦。這個呢？溫康林咩？林溫康我唔捌。邊啲福建嘅機呢？攏係對邊啲福建嘅 club 嘅。冇插風起來講話啦，唔使困過啦，唔使我聽。等陣我俾佢看我隻，我去看我 back channel message，未必能 message 我就唔知呢啲 messages。YouTube OK but we delete 這裡冇對嚟嗬，你葡萄枝冇對嚟掉，龍真都冇小影嘅嚇。這禮拜我咪講嘅是電費最細，電費最細是我會聽，定住南西會講啊，南西冇啲，南西會講嘅是話人講BO。BDO 係咩啊 ？SOP 唔是 MCO 哈，MCO 嘅是紅曉嘅電費趨勢起只關，亂做就有呢經驗哦。電費趨勢特別我感覺到這是差唔多上嘅啦，三六三佔多處嘅嘛。所以 MCO 加無 MCO 唔是上啊。你等佢注射，冇政策。阿龍咧，阿龍，我都冇咩 MCO 冇幫行嘅。那你都冇可到啲韓國，你走去做工，做工冇照條，白照走。所以我冇掉 shot 啦，แล้วเป็นหลังกันแล้ว掉 shot ก็困起啊，咁แล้ว都冇聽講。冇得人你大家講咯。特別電費注射，你是 MCO 電費注射，或者白頭講啦，我是咪就係講攞電費注射啦，攞嘅 bill 和特特季節是有蝦米物件電費注射，會輕咁細。攞真係冇聲氣。我關就慘，注意個點咯，注意個點會好誒，注意個點會好。啊，估住你是注意點。估住是Rocky 是韓國這邊是因為 Rocky 是頭殼小主嘢嘛，頭殼去滾嘅主嘢嘛，所以你咪另外有的嗎？哇！所以變咗 hit 嚇，讓佢咪 hit，呢樣咪 hit 啊，就是你處有一個 button 嘅，你就頂啊，你頭殼係變小嘅，伊個底是珠江嚟咗。一擺珠江嚟，伊珠江咪是特別 something 做係做嘛，伊是用咩？注意咯！我就係注意咪是特別用電燒，還是用火炭，用火燒，還是用 gas 燒？用電燒嘅。用電，所以叫做 boiler。
boiler 特別 boiler 是用電來 heat 啊。對電呢對，所以伊 boiler 是對你厝嘅包括你有一粒物件嘅，係啦，伊只開電啊，伊就燒你規間厝咯，你間厝嘅頭殼是燒嘅，所以伊嘅頭開殼水不是燒嘅，伊嘅頭殼是伊嘅抓水經過你嘅頭殼位啊，你叫咩啦？是叫做温度，有時 Korea 是叫做温度啦。Radiant floss。啊 radiant floor。OK，所以伊擺水擺經過你頭殼แล้ว做你頭殼燒起來，熱天時做。不，你無熱天是無開咯，熱天是無開。你熱水咧？熱水，但是你熱天愛開時咧，你會使經嘅，就是要攞嚟拔燈嘅，你會使經頭殼熱，啊無就是水熱呢。哦，一定要一個 direct line 呢，那是意思可能。對。所以你有陣時你經熱水嘅話，你嚇，你 direct 你熱水嘅話，你學你頭殼是無熱嘅咯。哦。然後冷天嘅話，我就開頭殼熱咯。你是干那開頭殼熱嘅喲，咪開水咪佢那開頭殼熱乜嘢啦？會使揾嘅，你睇下我。你多快啊？你頭殼係熱。哦，未喎，熱水都是有嘅。頭殼熱你會使冚掉，熱水都是有嘅。哦，I see。แล้วนี่จะ快啊，1分鐘嘅嘢呢，就做咧，真一快嘅。哦，特別你頭殼對頭殼你冇學揾快嘢，就做啦，一直慢慢滲嘅咯。學揾快嘢，嗰啲但一啲白燈成咗。安裝係白燈啊，嗰啲跳喺頭頂邊啊。嚟，你快啲話佢。你冇開 camera 個？我訂咗喎。我唔係你咪掉落嘅，你嗰個 screen 同佢是死嘅。我在等你飲隻眼嚟，你死！我哋啱啱跳啊！呢邊800，咦？我冇看到面嘅咩？哦，正啊！正10個檔，然後正條頭卡。哦，這是你水嘅 temperature 嚟啊？水是這邊，正是水嘅。哦，這是頭卡，哦。阿龍啊，就是伊嘅度數咯。那是講你 select 嘅你頭殼要用較濟電，還是用上電？嚇，用較濟電嘅，用較濟。但係我冇感覺到伊用特別濟咯。哦，有可能是我冇去注意佢嘅價錢啊。誒，我冇聽到 echo 時就 testing。So 係冇啊？阿龍，你講你條興電，แล้ว個條興。個興電，嗰度興水，แล้ว嗰度興熱氣，所以你真係我想話就係電漿是個熱白白，差咩哦？上一條一下 ，because 是用水是另外的，水所攞掉嘅啦，是電，一個是水嘅啦。對。你熱氣本是用你電來 heat 嘛，所以就合併用 usage 電熱水啦。對。哦，明白。這是傳機，這是速度下掉。所以你興你 utility 是你興電開水是電開加水嚟啦興，你冇 gas 特別要這樣物件，冇 gas，人嘅人嗰時用冇用一種嘅桶嘅 gas 加上面，等陣，有 gas，特別我冇用，但係我冇 register。我冇用嘅物件，所以我冇 register。我全是用電嘅嚇。有啲人是用 gas 嚟 heat 嘅水，是唔是？對。我係另外隻，所以就我最初就係因為佢話，我錄用住，我冇用住電，所以我 cancel 掉嘢。我冇 register。係啊，佢一個真奇怪嘅物件就是，最初嘅話，你學要都有一個 maintenance fee 嘅咋，喺啲 maintenance fee 咧是大件全部嘅咋。但係問題是，你 maintenance fee 咧，其實你可是一直包括一啲國家佢都受國家嘅托卡，啦一路推嘅300嘅咧，啦個搞到 Q 300一大堆啦。特別係你 maintenance fee 啊，我把我當數家講啦，即係你物件老嘅，一直看你厝有偌大經驗，讀書就這類咯，就是講一行潮。燒你幾箍，所以有時你厝是10行出，我係燒個謝類，所以但係間厝嘅價錢是冇咩上嘅。即係問題是咧嗬，即係並冇上咧嘛。但係問題是係你 maintenance fee 啦，人講啊，等韓國人們講啊，係你 maintenance fee actually 就是老類嘅 ，because 伊 actually 又冇物件做嘅咋，伊講咩300就對講 ，actually 你自己個看啦，冇物件做嘅，所以係你 maintenance fee 其實就是 landlord 會夾談類掉啲棒出來嘅。所以大家都話人簽 contract 嘅時候係講一個月幾鐳啊，一個月這邊咧會收你800塊美金，特別冇包 maintenance 啦，
你講 maintenance 另外算，伊大家唔是講 maintenance 另外算。所以到尾啊，你何你 maintenance 幾何80塊話啦，你你個咧本就接佢兩攞啲位嘅。伊唔是要成日講要過漆啊、油漆啊、咩面嘅款啊，了時當時啥你 corridor 有垃圾啊，你是咪是點樣叫人 Q 手？你類似嘅喺邊做？要 Q 手噶啦，但所以我朋友我韓國朋友講啦，你到韓國你估啦，你自己看啦，有咩物件要做，冇需要做啫。because 第一點是韓國人自己都冇去做垃圾嘅嘛，所以伊係是冇物件做嘅，所以伊不少呢類，你可以你係一年冇得派一刀呢？你不係搭就喺度搭自己客家上班，係人出嚟做工。特別你會 feel 到嗰係冇上班咯。少可你講有上班是一個稍稍啫，你冇做半行嘅 actually。特別 maybe secure 佢哋個口 building 嘅順啊 corridor。你老細點解要 Q 者咯？了有當時成日伊咪是成日少少類啊，好貴，成日就估嘅是要油漆啊，漆佢先你咪是夠類咯。冇你咪就困難啊！我唔 feel 掉咯，我估咗大係自己咪是唔 feel 掉咯。全世界我看到有隻嘅都油漆嘅，我看到是新加坡嘅咋？咩邊啲咪少啊？邊啲有咩？我買 condo。新加坡因為新加坡除那個東京嗰陣時水嘅咯，感覺到伊 flat 嗰陣是水嘅。我你看你 apartment 係是 condo 嘅，係咪嘅？我人本是有油漆嘅，夏威夷本是幾年啊？呢個油。所以咱住嗰是新鮮嘅啦，就。是新嘅本是。你個新加坡有陣是真正新嘅咗，伊從是 forever 新加坡是特別 control 掉伊度未成講伊物件未使 run down 嘅嘛，伊當時係 Disneyland 咧新加坡，為是Legoland嚟，所以未使講啥放佢伊 building decay 人未使，伊對 image 唔好嘛。我就是揀嘢就係咯，新鮮嘅。有我咪美國，如OK 韓國即係咧Canada 咧 ，Canada 嘅utility 成個美國差唔多成，到後面咧。我講住啊，想啦 ，maintain Canada electricity 電啊，電hydro 嘅 hydro 是成個咱誒咯水嘅，滾嘅係咧 turbine 嘅，誒咯，了是如果河電會最細咧是河電會細啦 ，of course。所以我其實電會細嘅正，然後佢嘅就會。gas 含水。gas 嚇，你 gas 是 heat，你 gas 嘅嚟做咩？你做？是講你有豆啊，你 gas 係煮食嘅 stove 啊，你咪 gas 咯，特別我厝電嘅攞落嚟，特別是講你我厝 fireplace 係用 gas。哦 ，OK。伊是講 winter 嘅時咧，嗬，冷天嘅點聲，伊上冷嘅時，伊 furnace 都是 gas 嚟。哦 ，furnace 是 gas。伊用電嘅，你特別是真正冷嘅時候，minus 係咪幾啊？你是幾廿度嘅時啊？伊度開哦 ，maybe because 都 heat pump 數是唔是？伊是兩行嘅，無我有 furnace， 喂，是啊 ，furnace 啊 ，high efficiency furnace 啊。上面是有 heat pump 咯，但面是平常時伊用電泵伊去，伊是出去外口，伊是夾伊個，我全部有上個夾你個。伊是個叻成日你無插你 winter 嘅時候係啊冷溫好啊，伊直都是有 dry 去走出去，所以個叻安怎啊？What is 安怎啊？我別想嚇 heat exchange 對，所以伊 exchange 伊冷去 dry 去，安怎我冇咩好 explain 喎。It basically 是上個伊。這邊啊，若是你厝舊啊，是無 heat pump 啊，你厝新都 heat pump 啊。Because what is 上個迄個along 迄個 technology 淡薄，伊夾迄個氣啊，係啲迄個塗骹邊。哈，對。伊 circulate because 若是冷天是塗骹是較熱嘛。了伊倒頭邊咯。這邊若是講呀，你起厝嘅時啊，你免下，特別若是你家己愛下，你會使家己會使下。是講若是你下啊，你會utility 嘛較便宜嚇，你 gas 咩嚟管？對，像是你 technology 特別你只 install 嘅時啊，這邊啦，若是你 install 嘅時啊，無便宜你只。是。特別你只 install 了啊，你賣厝嘅時啊，咩事啊，嘛你厝嘛是較值錢咯。แล้ว overtime 你較省你 gas
bill 啊。แล้วน่ะสิ講你上加你大有嚟國家上加 New Zealand Australia 邊伊人嘅領天甲無安尼上加人安尼即邊安尼市場啦嗬伊人嘅 heat pump 是無相嘅伊人 heat pump 是用氣爾哦 for the air 而家出嚟啲 air 爾了是伊夾迄個熱氣甲迄個扇氣伊做一個 exchange 了伊收入來時伊出去嘅時了伊你 maintenance 嘛較 again 較幫佢淡薄咯對。但係你是有 heat pump 啦，你是講較熱時嘅 kick 啊，成個我嘅厝本身嚟看，我嘅厝嘅是我係叫我人鬥，因為我家己鬥 heat pump 嘅嘛，我嘅厝是舊厝嘛，所以我家己鬥 heat pump 我會記較貴，特別伊是平常時嗬 normal 成個 unless 伊起到成個 maybe single digit 嘅什麼，還是 under 10是唔係 Fahrenheit 啦嚇，入面是我唔知 Fahrenheit Celsius 係咩。伊到個 certain 領度嘅時候，伊個 kick on 嘅，伊叫做 emergency heat 嘅什麼是伊個 kick on 嘅，冇平常時伊是用佢哋 heat pump 嚟。上個我人這邊 Canada 這邊就我唔知 Vancouver 啊 ，because Vancouver 較無呢領嘛。上個這邊啊，若是講我人做 heat pump 啊，咁了時就會塗卡，你若是做 air heat pump 啊，你了累 because 領咗，伊無熱嘅氣互你熟啊。你打咯，特別伊是無 effective 咯。我應該是唔是塗卡，我們是就係我。我哋你是because 我安徽物件我人都唔會知 ，because 啊，你人愛起厝嘅時啊，我人都會agak because 有啲人你知啊，成人騙人成 money laundering 啊，款嘅物件啊，所以我人啊，若是講成人愛起厝嘅時候，我人都會去損嘅咯就。哦 ，make sure 佢有冇嘅毒嚕嘅咧。because money laundering 是真響嘅物件嘛。真假淡薄，下邊假淡薄，係樣貪污算是。對，แล้ว若是伊甲你講啊，伊起一間厝，伊甲你講伊起800千來講啦，特別伊內面啊，伊把你甲用560千，特別伊出 invoice 是800千啊，安尼講就是 money laundering 啊嘛。若是講你掉劣啊，你就掉稅咯，所以你特別會曉看嗰物件。哦，喂，你香港咧，香港到底夏威夷嘅伊個等會做些啥做順人做快？等陣 ，OK，我人咧學電視爾咯 ，because 我人嘅 maintenance fee 有包水費了，水嚇包水嘅了 ，so but 我人是 AC 啦，我是用 AC 啦。啊，對，攞到咩 heater？แล้ว and 我人嘅是central unit 就唔是係你 split unit，so 較貴咯。even 都人我啲樓卡嚟講，你 central unit 樓頂個了，房間個了，領個了就較貴咯。美國是只興 central unit 嘅，แล้ว特別 even 到啲夏威夷本是興啊，新嘅只新嘅 apartment 個了。嗰啲是 central， central 個就是成個較貴嘅啦，較貴較 expensive 嘅人較做 central 咯，但係嗰了新嘅會較省電嘛，然後就本時做split unit。未使講咩？我嗰了有 central unit of AC 啊 ，California 有嗰了無 AC 啊，無 AC。有冇夠做啊？No AC，totally 有啦，伊無夠做，伊無 AC 嘅，無 AC 我去 rent 幾那搭去迄個 Airbnb 嘅厝，甲我 friend 嘅厝，甲了大 LA 啊 San Francisco，甲了無 AC 嘅。看你到倒落嘅啦，舊嘅厝咧，係咯，舊嘅甲舊嘅嘛無咯。No，因新厝嘅，伊是 consider 是有 HOA 啲，無 AC，無 central AC 嘅，因是either 是無 AC，家己樣去買咧等人嘅會，像 Malaysia 嘅 AC 響倒去。咩等人嘅會？我講實你騰啊有嘢啊，壓掉騰啊壓掉呀。冇拍坑嘅拍坑。哦。啊？像 Malaysia 比較拍坑。外口呀咯。像 Malaysia 係你其實佢做係你 split 係你咁樣，咁樣講嘅。係你 window unit。特別唔是 window unit 是壓掉嘅，然後即係拍坑嘅時，裡面就 unit 個開隻 compressor 嘅，你是講。split 嚇 split AC OK，我是想講係主要係你卡，I think 係你卡省電陣嘅事。
加聲定，加聲定。because 你們冇嗰隻爽嘅。嚇冇你 comfortable。because 伊無伊一邊抓一邊拎伊就冇咪好勢。伊未 circulate 的誒，冇嚟包。我 parents 係住寫四間嘛，所以伊會幫，等我算下，伊會幫。四間 OK 啦，大間個。少少，特別大間有大咧，樣聲絲絲格格咧，本來到啲，成時有ceiling fan 咧，有時就啲聽下，有時絲絲格格咁成日講咧。特別本是 split unit 嚟就，特別我唔只冇上咧，就冇上嘅 remote control 咯，未必咁麻煩啊。麻煩。是講你成日講你樓頂樓卡都嘛，你冇得樓頂時，你咪開樓頂咯。是講 central unit 是講方便啦，你去到大陸你 climate 上嘅了，嘅 temperature 嘅了上嘅。加好大咯。是講冇呢 eco friendly 啊。Houston 嘅先係咪？要做講。先係咪？我講等於伊人往這邊啦有新嘅係咧 energy code 啦，即 government 這邊。了像個你會厝遐，不你開門出去，這個幾分鐘，你嘅 AC 就會冚了，你就會 save energy 咯的。嚇，像我到啲 hotel，我到啲 Rasa Sayang 嘅時，伊講講話係你門別使開就估會彈呢。啊，對。嚇。對，我哋馬來西亞是本身嚟講，你 hotel， 你每隻開貴啊，無就貴啊，特別彈咧，是咯，會冚啊嚇，咁咯。แล้วลูกยาเนี่ยเลยคัดลูกจะยาขึ้นเลยเนี่ยอีตัวสตาร์กับลูกคำว่าอังที่ไก่จิมมี่อีไก่แง่ๆจะยองทำมีกี่แก่เสะจัว你係 business card 乜嘢？ลูกไก่ because อี講啊冇ว่าลังจะชุดที่กว่าบินแล้วจะจิบ來嚇，就做下對，就是人關係，就是對。我咪想對嘅時候，我開始是嘅 notepad 啊，嚇字啊，寫解查落去哦。我唔識咧。嚇，攞掉咁會使。特別我還是我們成日玩，我們成日玩佢。特別我是點解是就Equatorial 多嘢激心。我到底 Equatorial 是咪是看到往去多啊？because 我不記得嘛，下邊多係咪是人看計嘅嚟抓查掉。แล้วอีเลยหลัง嚟กับลูกโจเขียวปังเก่งสิอีกับลูกคำคิดว่าจะเจ้า note please do not shut off AC too hot。一樣應該知嘅，一樣應該知 ，because 我到底Equatorial 是人嚟 Q ปังเก่ง，人唔嚟不教人 Q 啊，就抓起來。我諗我食面。下面，哇 ，Pokeball， 對啦 ，Pokeball， 哇，我看過，如果英國用會住煮，舊布哦，依家舊布，冇係即係Poke，當叫 Costco 買啊，當叫。哦，what？ Frozen 你一包一包。Well me Costco 本有 Poke 啊，我有嚇。安裝，我被吹啊，安裝。Frozen 嘅位你去。你袋啊 ？Smoke salmon 嘅位。哇！哦，OK，我特別。你家己煮杯，家己係 salad， 家己買 avocado， 買 garlic chips，garlic 嘅節，哦，有嘅 garlic 嘅。有時係 sesame seed，係 salad，係 seaweed。有。冇了。我有 sushi roll 本啊，這邊 Costco。哦喲，藥霜。誒，像你 California 咪係依 Costco 啊，有bulgogi 啦，係咪啫？做好咗嘅。個月餅。個個係咯，唔會變了。啲餅嘅女仔我係咩？燕窩。Malaysia。燕窩啊？嚇，燕窩本我買掉燕窩本掉。Texas 嗰時有係你咪巴虎。哪裏？巴虎。Texas 水，Dallas 水。哦，Costco 啊。嚇，依個片我邊個片哦，真係大罐啊，把你十幾塊。我好路人講，我啲 Costco 買一兩隻真水，真好食。真水。難怪走話地啊！我未使講係朋友嘅厝，但 California 冇 AC 嘅咧，我大會㗎咧會 Central Air 喎。你大 hotel 話？冇，係咪 hotel？我大厝啊，我大 California。上次你 friend 嗰了，上次你 friend 嗰了。Maybe 佢 neighborhood 啫。我諗係 Costco 啊，Silicon Valley 上呢度，隔離我人大會㗎咧有 AC 嘅 Central Air。嗱，即係你
caramel 你講你搞？有一隻幾波。哦 ，caramel apple。呀。哦。呀 ，Costco。balong kami be.呀。真正好食。你要嚟切。冇啊，我是貴對，你加嚟加。嚇，你食？我未有小廉。嚇？小廉。我suka食 caramel apple。哦。Costco 買啦。我蝦米物件冇 suka 食啦。John 你有 HOA 哦？冇，HOA 是 Home Owners Association。 Home Owners Association。Why 就有 Neighborhood Association 特別唔是 HOA。California 有樣，隔離厝隔離有 HOA 咋？蝦米是 HOA 了？冇隔離冇隔離有。我諗到係 New New Neighborhood 隔離有呢。New Neighborhood 有呢。冇舊嘅 neighborhood 已經舊了，又冇 HOA。Why neighborhood 就舊了？Silicon Valley 嘅 neighborhood 隔離是先嘅。戶門邊啊先。HOA 是做咩物件嘅？假如做外口 make sure 你外口嘅廠，假如要假如加 make sure 你 curbside make sure 清潔啊。And then 像假使講上個人喺你塗骹嘅水burst 啊，嗬，然後流嗰啲糖梅嗰啲出來塗骹位啊，所以伊就叫喺你 city 來假如吸你塗骹，你 neighborhood 嘅弄到喺你路邊嘅。無個了頭尾個了，很吸個了路邊物件，總之咯。然後伊就伊愛看咱頭前嘅，迄個你嘅厝頭前嘅草愛加水水咯，無加水水就收 warning 咯。哦，迄個啊，你講啊，管你嘅厝就對啦，你厝外口啊，怎啊管啊？哦，蝦米色啊？你會使嚇，伊 control 你嘅 neighborhood 嘅。我 actually 是有啦，我大 neighborhood actually 是有，像個你愛起厝嘅時啊，像袂使講上一間用上嘅 brick，蝦米個了 design 個了伊有個你做啦，特別你一買貴了嘅時啊，就無了嘅，伊無個你收鐳，伊本無個你講你袂使啦，特別若是講你 neighbor 無事個你做阿咩物件啊？呀，伊一頭because伊做咧 association 嘅時候是頭爾啫，伊而家在可能在講你 mindset 啊是特別有安尼款嘅 standard 啦。你一過了時，若是你反 like 你做唔對啊 ，right？你一頭去 city complain 啊，了 city 會看到。city enforce 啦。呀，佢哋面是 HOA，佢哋是 city bylaws。哦。呢兩 officer 嚟咋 ？Canada 會是 bylaw 嘅，特別我能本有 neighborhood bylaw，neighborhood bylaw，呀 ，neighborhood bylaw 本是多 city 位，所以若是人去 complain，有類 neighborhood bylaw 嚟看。哦 ，maybe 是伊 enforcement 是伊 city 嚟 enforce。對。哦。三萬呢？就係三萬呢？對頭前啊，對厝。嚇，特別冇，我大概就冇考慮啦，就會叫人 maintain 咧。tax 啊 ，city tax。呀 ，city tax 哦。呀，有上個安尼款嘅 neighborhood right，so 你 city 你 tax 會較懸淡薄咯。哦 ，because instead of 行 HOA 是差唔多啲 tax 會行人可以 maintain 啦。特別 Canada 嘅 housing tax 啊，比 US 啊 California 嘅 tax 嚟管。California property tax 啊，錢一管，你兩個冇 really 做。冇做不行。即邊啊，我嚟住國口啊，你看到嗰啲city 嘅人佢即行嚟行去，嚟伊人去順啊 pavement 啊 ，make sure pavement 嗰啲平平啊，冇拔好。嚟成個都在厝上見啊，會死 pavement 去啊，等住人哋做。伊人有點點順嘅喎，點點看到伊人嘅，所以人做工嘅。了正濟人啊，伊人規則講迄個 city 無平 not fair 啦 ，because 伊來迄個貴嘅 neighborhood 啊做較濟工啊，實在伊人袂 understand 啊，是我人嘅 property tax 較貴，貴，我人會叫啊 city 都要來做，because 伊累伊嘛數了，所以伊都要做，了你 neighborhood 成較貴成，你厝成去1920年起啊，反正厝嘅時啊，伊無安尼款嘅物件，所以你 property tax 真放棄。但係你做 city 啊，就伊無安尼快咯。對。
冇咁快咯。啊，即嚇，你講下你未使講你 HOA，你 HOA 成咗，你大個幾號誒？嚇，我是 every quarter，and then 有嘅 area 咧是 every month。呢是 maintenance fee 嘅你款嘅，特別要搞你搞你橋，冇關係甲 government 嘅，我哋有 election 嘅 ，elect 個 OK，即個是即個 subdivision 嘅，佢哋 subdivision。即係你 neighbor run 嘅啊？嚇 ，yes，run by one。即係 homeowner 啦，homeowner run 嘅。所以你要就成個就 account 咧，接起攞學 HOA，反正嗰陣時接起係你 account，是嗰陣時你 elected 誒。你係家己特啲人經enable 嚟做嘅啦。所以依樣 HOA 是真especially 上加大 Houston 嘅嗰時，特 Dallas 嘅嗬，樣 HOA 真正 strong 嘅啫噃。樣 HOA 嗬，because 依個 neighborhood 嚟愈大，依個 neighborhood 嚟愈大， control 依個 neighborhood，樣會使講講嗬，蝦米店 I build out nearby 樣。哦。所以樣 HOA 真正 strong 嘅嗬。樣個個咧就真唔見嘅啫喎，成個build common facility 啊，成個我哋愛時行有 pool 啊，咪是佢啊，學我哋真 neighborhood 嘅啊，但樣 build 咯。HOA 是 politics 嚟對 US。要 Waterloo 啊，嚟198空年9空年嘅時啊，伊人愛對 US 嘅時啊，伊 start HOA 這邊啊，伊厝真濟人買買咯。because 像這 politics 嘛，真正麻煩嘅，HOA 真麻煩嘅。然後啊，伊個有啥幾個人啊，屬個 tennis court 啊，伊用這這類 tennis court，然後有幾個 family 啊，屬個 swimming pool，伊用這這 swimming pool，然後伊個 fee 直起啊，然後伊個 neighborhood 啊，這這人買買迄間厝，買買迄邊 ，and then 伊個 property tax low。唔是 property tax， property value low， low แล้ว啊 developers จ่าย啊แล้วโบ所以這邊 Waterloo 本有特別真正少，我old neighborhood 到 Waterloo 嘅位，伊有 HOA， 特別伊嘅 fee 係勁嘅，然後伊滿是有淡薄 problem 啦 with politics 就係，伊人愛管啊，係咪物件啊，甚至成日亂嘅，未使講，你係咪學住？你是阿肯做嚇？你學OK，特別咧，樣嘅學咧，你是嚟做咩嘅？嗰時嗰啲 maintain，especially routine 嘅成日生啊、ice 啊，嗰啲橋嗰啲嗰啲橋嘅水咯。但樣有 authority 就講實 ，you know， 你厝即個enforce 做垃圾啊，嗰時講你厝真多啊，咪死鬼啊，你 better 去做大啲 property， 你嘅 gate 裏邊咧，你就帶去做咯，你唔使講。嚟定掉嗰邊嘅，樣會 enforce 下正件咯。So I mean HOA 哦，特別係假如成個 sort 你後整嘅路係咪啦 ？driveway 咧，係咪 sidewalk 咧 ？sidewalk yes，假如 sort 假如你 特別冇你個嘅 driveway 冇啦，特別伊成個 public 嘅 sidewalk 樣有。哦，你 OK 哦，伊樣成個有伊樣成個。像我 neighborhood boy because 我 neighborhood 古嘛，然後我變做成個變我 neighborhood 是成個是10年啦，我冇人嚟教我 maintain， 因為我冇考慮啦，我有 join 我人 neighborhood association， 特別伊唔是 that type of association， 就辦幾年，你成個 cheap 嘅 deal， 你可能成個 newsletter 然後 crime report 啊，係咪你可能嘅，特別伊冇成 maintain 我 neighborhood 嘅，所以我嘅。當時落水嘅時候，我靠啊！就是講外邊嘅時啲未去 clear 你大樓性啊，伊度只萬家來累細樓，有當時候大樓 clear 了，我嘅厝 still 只係升過。哦，我冇，我諗是 even 都冇升嗬，平常時 summer time 嗬，伊嚟 vacuum 嘅，我頭前攞。嚟 vacuum 嚇 vacuum 我覺得我是 city 嘅咯，你吸啊！你落橋咧，落嘅橋咧 ，fall 是靠家己橋嘅，特別咧，其實講伊是橋，早個伊係你在路邊伊邊有龍溝啊嘛，伊 drain 嘅 sewer 嘅係 area 嘅嗬，塔啦樣嚟做咯 ，city 嚟做，然後灰牌啊，你 city 係 HOA 做嘅。有時去 call，if 你成個講你是下邊嘅大下邊啦，你 call HOA 哦 ，HOA 叫 somebody 嚟做啊。伊個你做
甚至你頭前厝執頭執尾個了，下面嘅牌啊，wiring 牌啊，咪試過啊，你 call 你 HOA 一樣去搞掂個 call CD。喂，你是講電話牌是成個落定嘅，你是講白落定，唔是擼嘅啦，呢成個落定嘅。頭前落定啊。OK，啊是依個電線，上面唔好時時都 call 人。對。So instead of call CD，你就 call 你 HOA 啦。對。哦。你成個 management 啊呢啦。成個阿龍講嘅可能 management 係個 condo fee。Tapi actually Canada hold because it by law replace basically HOA 咪嘅。Yeah. And 你冇 extra fees 㗎，你 just pay property tax。Yeah. So 成個我諗住邊嘅 ，that's why 你嗱是講到 I key 處 I bay 處嘅時候，伊學你係你 neighborhood by law。แล้วน่ะสิก้องจังว่าลัง one of the neighborhood bylaw ที่เป็นสิลูกเบสไซพักซาพักมีที่กว่าบีจังว่าลัง neighborhood ละลูกน่ะสิลูกพักมีที่กว่าบีไลลุย neighbor กับลูกโฮโฮทรีกับลูกก้องอ่ะน่ะสิลูกติดโจอ่ะลังที่โกลูอ่ะอีเจไลด์เขาลูก3 วันโอ้ลูกเองไกตัวเบสใจยังให้มีอย่างอีอุทันสิลูกน่ะสิตู้เดียวโฮเออีตัวเขาลูก warning กับลูกก้องจีเสียอีกับลูกก้องจีเสียแล้วสังกัดอุเลมีอย่างสังกัด像你愛起厝嘅時啊，你嘅 garage 啊，袂使邊，像你當今個人是愛兩個 garage、3個 garage 嘛，แล้ว你嘅 garage 袂使邊你厝嘅頭前較大。哦，你 maximum 嘅 garage 5隻，แล้ว你起厝嘅時，你嘅 garage 袂使通出來你大門。袂使拖，係。所以你 garage 甲你大門啊，特別 at least 平。平。嗰時後尾，呢是 preferably 後尾啦。แล้ว嗱是講你愛想講你愛 renovation 啊，是係可能物件是 right。你都俾 take approval。你應該都俾知啊，可能物件。嗱是你唔知，你去個 city hall 啦，你未通。未 approve。city hall 呀，一知講你 neighborhood bylaw 是安尼講啦，伊未 approve 咯。哦。permit 啦，了即係應該上一個即係別使講嘅，係你喺做 event 上，你要想修理處後面，你就別再講你嘅 neighborhood 嘅 bylaw 上面啊。對，特別是講我人無一個家己無加一個 level 啦 ，because 你加一個 level 就加一個 politics 就係。對，係你 because city 是 fair 嘛。呀，แล้วอีโบอะไร politics มีแก่มาแล้วตรงที่มาอุยตัว Waterloo อ่ะอยู่ HOA อ่ะอี property value อ่ะขี้เบกวย because จะเจริญนะไม่เบอย่าอีไม่เบ because อ่ะสังกัดว่าเป็นอยู่ตัวเจริญอุยละอีตัวเป็นจังกูละ20 ปีนี้อ่ะอีก็ว่า講อ่ะอี swimming pool อ่ะการเนี่ย唔知是7เลยก็是8เลย family ที่用เนี่ยละแต่บิลูกน่ะสิ看อีตัดตันนี้อี叫咩啊？伊個 balance sheet 啊，你看伊個 expense 咩啊？加了是伊個面部，แล้ว伊直接愛去伊 HOA，แล้ว你就要去競選啦，แล้ว你就要 like 去 vote 係咪嘅？結束，真係結束，แล้ว結束誒。拄掉你無好嘅人啊，去 run for a board because 有嘅人啊真笨蛋嘛，你買厝啊，你個就管緊你做物件咩？等陣，伊人去夾伊掛啥？有陣時伊人愛做下咪鬼，伊人會做嘅咋。所以你買 HOA 啊，你就再講就注意 is on the board。有幾句話咧 ？on the board，伊 board 會換。了誰講這人是種啊無做工嘅人啊，食飽小型啊。做完開物件，基本小班小 dominate 特行嘅了，但係當機嘛，真濟位啊，或者你有 HOA 啊，真濟人有鐳買唄 ，because 啲人知啊，是你種食飽無做工啊，買做工啊，笨蛋，嗰時你 housewife 啊，食飽無事做，真係幹人啊，你做事個人啊，講你未使做之類啦，未使做你管個人嚟做啊，鬼了，麻煩你啦，不過咁 have to make sure 講啊，你 HOA 啊 ，because once they are the board นะ，伊人會使 change rules 嚟咋。伊是成個 election 安尼 because you elected 了，伊人會使 change policy change 係咪？你拄掉係你取消嘅啊，伊調啲做係你攞錢呀嚟affect 到你啊，你解啊，or do something that will like use all the funds because HOA 物件較濟你啊 the fund 啊。normally 你大貴啲就好啊，然後你翻啊就 make sure 講有 enough to 你厝嘅個口 let's say 你 exterior wall 啦、牌啊，
漏水啊是啥物啊？window 啊，漏水啊是啥物啊 ？They are supposed to use that fund to 修理嘅咋。有lúc都掉咧 HOA 被做工嘅，廿累嚟烹嘅啊，喺度解啊，累。In case 不用的是冇啊，冇累做。用掉嘅時候冇累，對唔對？所以要真係 careful 嚟 HOA。當今嘛，我朋友伊想愛買是蝦米事咗 ？Because 伊講啊，伊人有 swimming pool 嘛，แล้ว伊 neighborhood 啊是 quite good 嘅 neighborhood 啦，แล้ว伊人愛請like 你蝦米coast 你 pool guard 啊 swimming 你叫咩啊 life saver 可能 lifeguard thank you very much แล้วก็ covid 啦แล้ว covid 嘅時啊會使開袂使開啊人個驚แล้ว伊人啊我朋友是 lawyer แล้ว真驚掉書咯就because 掉書嘅時啊你是書時啊你 home owner association member 加了人掉書哦แล้ว你無累嘅是無累好啊啦不要緊啦你有累嘅是書路性對，我當時嘛，伊講啊，伊嘅迄個 association 嘅人啊，越來越慘啦。當時伊甲我講啊，伊當時嘛，唔是講嫌伊嘅迄個 maintenance 會累，伊是驚掉書。呀，伊驚掉書。呀。幫咁啲啊，你我看你 video camera，你是唔是用新嘅 MacBook Pro？ 有啊，咗女仔。我看 the look I can tell。哇！你搞看 because 你是唔是買 MacBook Pro 14-inch MacBook Pro 14-inch 咁我想哦，所以我看到 because 我看到我甲我媽講話是 FaceTime 時我看到的 look 你白冰冰嘅呢你面冰冰 skin tone 嚇 skin tone 就水嘅嚇美圖美圖啊，梗美圖啊，美圖誒，แล้ว夏威夷咧為這個夏威夷你嘅 apartment 那邊應該是你 maintenance 你是拆除咯，แล้วก็做下咩 ？townhouse so 我買嘅時咧，我掉啲影係嚟冇 amenities 嘅，你知道？所以冇 gym 啦，冇蝦米物件。冇，我唔係，我隔兩買係你物件，แล้ว我諗是學for 一人嚟 cute landscaping 咯，咁樣咯，嚇 ，so。แล้วลองก็冇落雪，ก็咪講叫 snow 啊，係咪？是咯，所以真冇講只貴啦，我哋 maintenance 400幾呢。特貴節，嚇？特貴節啊？特貴節啦，特貴節個冇貴哦，冇貴。我講啊，你只貴 in Hawaii 啊 ，average about 1000塊咯就。喲，夏威夷 almost everywhere California 有。California 不是，我 friend California 不是很1000塊特貴節，1000貴嘅咯，舊嘅 building because 係舊嘛，แล้ว伊特年起嘅嚇。迄個 so 我第去想就是迄種人啊，newcomer 來 Waterloo 嘅時啊，伊人嘛是買厝咯，你知啦，แล้ว有咧時咧中國人啊，伊人來時人只有鐳嘅嘛，貴節。แล้ว特別伊人貴節上我人家己正搞啊。แล้ว人就伊個規矩我講，伊買厝啊，伊扣着保啦，伊厝只房子啦，人唔敢講啦 ，because 伊就買了，伊袂退啊嘛。對。你最緊要伊房子哦，伊 maintenance 真貴，800塊咪貴啦。伊厝啊，伊甲我講，伊買伊像即邊嘅 condo 啊，像我7年無做工啊啦，我7年前嘅時啊，一個 condo 啊，你無貴200千啊，是買袂着啊啦。伊甲你講，伊買了102千啦，198千啦。但係伊唔知個，伊只搬入去嘅時啊，伊 condo fee 啊，一個月14塊。喲，特別要做個比較緊咯。伊成日講，伊嘅 facility 最好嚟講係哦，咪使大 hotel 呢？對，伊只，and then 啊，伊裏邊啊，伊嘅 complex 入邊，你就係 Conestoga Mall 咯 ，Conestoga Mall 嗰邊後尾啊，伊邊嘅 condo fee 加了真貴 ，because 啊，真濟人啊，伊人是company 買，了伊人 IT 嘅人去做工來做工嘅時啊，伊大 hotel 較貴嘛，伊咪可以大嘅 condo 啊，嗬。OK，所以伊 condo fee 貴啊，咪個啦，伊無插嘅嘛，伊 write off 嘅嘛，伊 company write off 嘅嘛。所以話。
讲这个了是安尼款的人买啊，了伊人爱做个真水 ，because 你叫 executive 像 IT executive 来是啊，伊特别有 comparable 嘛，啊无伊人咁无多 hotel，伊咪甲你大类 condo 嘛。所以啊，真这人啊，伊人唔知咗，你中国人这买咧是啊，我安怎你咪甲我讲，我特别甲伊讲，你都无问，你家己买啊，你家己买啊，我安怎你甲你讲，上班啊。喂 in law 啦，因馬路最近馬路個就因看，I think 看唔知有5年啊，人頭後冇俾看厝冇搬嚟 Kansas City 住嘛，然後我真正暑假有一間，我人就來每隻暑假一定到是一個公司嘅 building 咧，因 converted 做啥 high end 嘅 condominium 啦，伊個location 真正好，伊 maintenance 也好，我在接教我講 CM 伊個 maintenance fee 跌到真正貴嘅，伊有成個伊有 parking covered parking 了，伊個有成個伊我唔知叫做咩，因成個唔是 butler 啦，你使 grocery shopping 嘅嗬，你塞住嚟卡咧嗬，哈 concierge，咧伊個你塞去個你。實去你樓頂咧，你樓下 facility 成個，because 你厝唔是講只大間嘛，大 condo，I mean 怪大本啊，特別你成個 entertain 人嘅時，你會使到去伊樓下用伊嘅個 facility， 成個伊 room 嘅好啊咩？好啊！伊本是對成個大媽阿龍講嘅咯，阿龍佢哋話，阿龍嗰啲嚇，阿龍佢哋走起啊！哦，一個開過，可以搞咩啊？伊個。伊是算伊個南面紅潮，了 charge 你嘅伊個 fee， 所以伊是嚇，了是就算 schedule 了 charge 你咯，了伊人算掉啊，別冚啊，你使 retire 嘅人哦 ，retire 嘅人，你去到啊，哈，了伊個 gym 個 gym 個 pool 個有 sauna 個伊 facility 真正好，但是講你有。只借談只借女嘅人係你是只爽，伊是冇成個 hotel 你看 ，because 你只得行個了談 enjoy 嘛，特別貴啊！伊個厝伊個係 maintenance 啊，較貴人行伊個厝，若是講你要行伊個迄個櫃機啊，伊唔知一個月差唔是2000，若是因為買迄個 unit 啦 ，B 金嗰就2000嘅呢嚇，差唔多，10幾是2000。清白還是攞清？嚇，特別真正好啦，若是你真正好嘅嚟講，你咪是只爽咯。特別，若是講我只好嘅，我咪就係平大。because 你 grocery 你會使叫人，真正你會使 page 人頭前嘅人使教你實去樓頂係咪好？特別你條河啦，out of 你 pocket 本咧，成個你請人咧。阿 John 啊，你若是有女啊，你買你 condo 成個我人這邊起過啦。伊成一個 hotel 啊，你看你，你若是無用啊，伊 hotel rent out 嘅哦，所以伊做你 condo fee 㗎啦，較便宜咯。because 若是你有用啊，你家己用嘅時，若是你無用嘅時 ，right， 你咪是成 hotel room，伊會使隨出去咯。哦，伊成個。我這邊有一位本事我唔知有 sustain 我記頭頭出嚟時，我諗這邊有一個 area 是叫做 plaza 啦，係一個 shopping area， 特別伊個我捌去過啊，你捌去哈，伊是國家 Spanish 嘅 building 嘅，你看，了伊個property 係邊咧 north and south of plaza 是真正貴嘅啦 ，because within walking distance 都會行去嘛。所以我係記樣即個 property 是你會使買只大 condo 呢，了伊會使伊有 housekeeping 咯，你會使特特接來甲你扣房間啊、洗衫啊，面可能 residence living 啊 ，residence 伊是一個 hotel 啦，嚇，是個 hotel 呢。就是講，我朋友就是伊 retire 咧，伊唔是 timeshare 喎，伊是你 own property，but then 你是你學伊個 fee 特特佢即特別是參加你扣厝。對，成個咱馬來西亞講是係咪 service apartment 啊？對。because 我朋友伊嘛是有伊甲我講，伊講伊買伊厝 because 伊等伊按 retire 去伊 cottage 嘛，所以伊就是大啲迄個包啊，迄個 loft 嗰邊啊，
แล้วอีกว่า講個英個民主去樓下嘅 restaurant 食，แล้วกันเนี่ยกับคิดจะไป做 laundry เนี่ยละแล้วอีก because อีอังกาโบเนี่ยมาแล้วอีกันเลยหลัง講ลูเมนตัดจิต嚟ว่าคอนโดอยู่嚟ว่าsuite 做ลูจิเลยไป嚟จิต到底係講don't you think is a dirt cheap 一個月一號2000啦 ，OK？ 伊是 penthouse。真正水，我甚至想啊，若是講有影只有女啦，你大呢，你無個影響少。係咯，好。你個 maintain 咁是女嘅。對，個 maintain。你但買出來冇要緊呢，伊講because 伊成一個 hotel resort，你看嘛。我愛。去樓下就會有了，那伊個 concierge，你嘅可以貼所以你伊個甲你買物件。係咯，有呢。呀，伊甲你買物件，你分段你買出去啊，你愛買物件，伊嘛甲你買。是哦。OK，所以這個是台灣人冇想到，人講想到嗰就是電費最細係咪嗬？然後即係那個嘅 HOA 本時咯，本時人叫做I mean 本時就有啲大個字條號係咪嘅嘛？然後個有當今個轉個電話個咧 landline，你按有啊，我有啊。你有啊？你有 landline 啊？我嗰度 landline 參 internet，50幾塊參 internet 啦。哦，แล้ว你เล่นได้อะไรกูแกได้ยังอ๋อพัฒนาชุกีไหม冇，but 關係有啊 ，so that's why 我能 keep 咯。แล้ว你 keep แล้วลูกบุรุยังอ๋อ because it's 參 internet 嘛 ，it's a package 參 internet 我 OK 咯，我 keep 咯50幾塊呀。แล้วเรา冇สังกัดกันนะอินเทอร์เน็ตขับปังกี่บ่啊？我聽到先呢，我聽到是 because 我真正根本是 attach 到我嘅迄個 landline 只股上面，你我嘅 security 嘅 system 是 attach to 我嘅 landline 嘅，所以我人就參考，我人冇用我嘅 landline 嚟拍電話，我用我 landline 嚟 attach to 我 security system。然後我說我調真正幾年啊，我真正未得，我就走去換แล้ว我個備喎。然後 until 你 security system 樣有 wireless 嘅 backup system 咩嗬？我直頭 cancel 啦我電話。哦，成個嚟我靠條寫電佢哋 telephone number 揾個係出嚟電話咯 ，because 我 call ID 嘛，你再就我咪係 cell phone number 啦，我係 landline number 安尼咯。我覺得當然用喂 cell phone 個電話哦，所以如果特特嗰隻你即係你幫比賽講，唔是什麼啥咧，你電話是 still 都學過，你用嘅喲。唔知我都識嘅，就是即個電話咯。我是上加迄個乜係咩啊？迄個香港咯，伊是上嘅。哦，是參internet。呀，แล้วแต่ไปอยู่กับลูกซิวละ emergency call 唔知是 no call แล้วก็唔知係咪 call ก็唔知係咪อีกกับลูกซิวแล้วลูก包嘅像 international national call 不係咪 long distance 係咪我聽到是個隻字咁 call long distance 係咪我可以一個啊แล้ว學我一個 number 我貴嚟 North America 我用個 number แล้ว mean long distance 哦其實拍㗎了啊我冇 long distance 到 US 咪使拍แล้วว่า用係แล้วว่า要學攞一個 software 你使接起個 cell phone so 我能 travel 嘅時我用個 cell phone แล้ว你用個 cell phone 係 transfer 嘅 number transfer 嘅係咪呀แล้ว你拍電話時伊冇講你講你 cell phone number 伊講你出來 number แล้ว係時個了面學你咯哦呀 because and 這裡本好啦 because 你若是愛做 online trading 係咪物件是在你是特別多係上國家吧，你家使做 trading 嘛？แล้ว你若是用 cell phone 跟用安款嘅 phone 啊，迄個 brokerage 查袂到，你是到就會拍電話。哦。So usually 上個古早係時我人規則講啊，我講啊，你拍電話，你最好用你 cell phone，跟你用迄 number，because 阿無啊，你若是着數嘅時啊，伊會 reject 你 trade，because 伊知講你唔是到這個國家裏邊。哦。這是 Canada 嘅 rule 啊。แล้ว我人是用一個 because 較硬嘛，安款，咁了像我無地 right，像 hospital 拍電話咪，咁了我本接會到咯。哦 ，central 一個一個 number。
嚇，伊就是我暑假時候呢，伊好攞一個 number 咧，好攞咪 software 嘅咧，我安尼款物件我袂曉，我就好我安做。แล้วอินเทอร์เน็ต嚟講internet ลอง一句話 internet 就這類，當然 internet 咪是隨住utility 呀，頂到是乜嘢有，頂到是 luxury 呢。好三我巴，感覺我係只房機50幾塊 internet 電話包㗎了。我本是50幾塊，想啦。電話 internet。我係buwan ni Panji 啊。你咧？差唔多 around 70幾塊咯。70幾塊是包咩 ？internet 嚟啦。internet 哦，แล้ว你 internet 唔是包曬，แล้ว你冇 cable TV 啊？冇 cable TV 啊，你 cut the cord，then 你是緊係 internet 嚟啦，咁你 internet 快哦，係咪 ？OK 啦。5G 係咩？你 speed 係咩？你 speed 係咩？我解講 what is the best？ 伊個講 5G， 我講 OK 掉啦。你 speed 係咩咧？別使講。But technically 5G in Canada 咧，我冇機會，我晏做嘅。但係你正驚到出嚟，佢才你 feel 到 slow down 係咪啊？冇 ，so far 冇，so far 我晏到出做工本呢當經，啲公司伊你冇每塊，你70幾塊未擺嘛？你 upload download 先唔知係咩？你係咩公司？我識過。哦，冇聽過。local 啦，local 嘅，係咪 regional 啦 ，regional。我是 Google Fiber 嘅嘛。Google Fiber 我真係覺得是，呢個是冇票我都真激心，因為我嘅 upload speed download speed 是相嘅，係1 gigabit 嘅，所以伊無像有隻人是 download speed 較快咧 ，upload speed 較慢。但我嚟講，我做 live broadcast 下面物件好，我 upload 我物件好，我只是直接suka Google 嘅 speed，because 伊快咯。แล้วบรรลุจุกจิชิจับคอนเจ้าชิจับคอทำ everything included และ tax มันก็ included ชิจับคอ flat actually 真係公司啊你每意思要下錄經嘅嘛我解講我冇 download 啦我按佢 download 物件 so 以後我係 download 真關他這人是 download speed 較關你若是冇解講 I think 以後錄 like default I think because 安尼款物件我袂曉，我問我 customer， 我愛安尼，咧我特別用蝦米 terms 去甲你人講，你嘛我講咯，安尼款嘅 technology，you ask for this，you ask for this，you ask for that，and you should，伊人甲你講，伊agak是第房機是做這類了我去家己去吹啊。我 check 我係 upload 啊 download。I think is rated is actually 1 gig 嘅啦，but download 同 upload currently 是780嘅。OK 啦 ，because 你唔是一人嘛，你個8戶人個用嘛，個攞嚟 access。你把你，所以你先成日講你當然到啲 wire 嘅 connection 啊，你700幾時？office 會成日講，你先講 internet， 我頂冇 internet。我按做個了，做伊個客戶 landline 嘛，特別 landline 是 the correct gauge 啦，伊個 wire 係咪？ So you just change 伊個 port to instead of to telephone port， you change it to internet port， 伊個叫所以 wiring 個了是伊用咗啲上嘅 wiring， 特別話伊個 RJ45 伊 ，OK，so 我咪是上我當佢 actually。我個時我直頭我這邊樓下我就 switch 咗我係使我 computer 是 hardwire network cable 但我 phone 啊本 clubhouse 時我們是 hardwire clubhouse 會以前也 happy 咯at first 上嗰隻處一條 change 嘢 telephone line 啊嗰時上嗰個股嘛因為是 actually 是勁全部嗰隻股啦是空試嘅是把路嘅 key 嘅因為是有時想我條 maybe 條 change wire 啦，特別伊 discover 條嗰個 wire actually 是 the correct type， 有時 just change the port 嘅了咧，所以面頂冇有 internet 咧。所以我搬入來時候 ，before 我搬入來時，我規間厝我甲我按入來 ，because 我這是 quite long time overlap time 啦，合併
出嘅時，我真唔知兩幾隻三幾隻，所以我 slowly 後，我阿妹嚟正幫工啊嚟正，因為我 wire 幾間厝哦 ，wire 隔了我特嚟講咧，隔了冇有 internet 嘅 cable 咧。even though 我能用 WiFi 啦，特別我就想我 Apple TV 本是 internet，然後所以你變 depend on 隔了物件 depend on wireless 嘛。對。平常係 wireless technology 就差有陣時。你較會呢都未有，แล้ว都小隻 devices 伊啊 clash，แล้ว哎喲แล้ว我真係借物件，我講聽我唔知那是你等去看我嘅 device， 我唔知拍底有當金啦 ，because 我係會嗱，我隻 studio 嘅會當金本是一個wireless 嘅，我用 HomeKit 嘅 control 嘅，那我吸我換去換去紅色嘅嗱，好啲，然後換去青色嘅。我係藍色嘅，我用我 keyboard 呢對換咧就，嗱但係係點嚟開會，แล้ว我係 Siri มัน就叫 Siri 冚我係開嚇，你話我嘅，嚇啦就時候嚇 ，Hey Siri key light 5%，但係我但冇人 acknowledge 我係 Siri， 哦，嗱。好的，hey Siri, key light 100%. Hey Siri, key light 100%. It looks like you haven't set up any HomeKit accessories. You can connect smart devices like lights, locks, and thermostats in the Home app. 等你跟我講話，我聽到你喂，攞聽到。伊講伊冇 connect accessories，but 伊講 kilo， 伊講 kilo。Key light turn to 100%. It looks like you haven't set up any HomeKit accessories. Turn studio key light 100%. It looks like you haven't set up any HomeKit accessories. 即係你講馬來西亞學咩啦？馬來西亞阿摩。Key light make big bright. I didn't get that. Could you try again? 但我手錶就我手錶，但我就未開我 home 嘅 app 啊。大家好，我只即個 smart home 嘅 device 就只我厝就有。係咯，我咪想我諗 change 咗嚟 thermostat 啊。你數枚嗰時用係你啊？用係你，所以你วันday 你做嘅時你按照伊未 get 你你講未聽到啊？Actually 我係厝唔是講誒特別。我是伊有 keypad 咯，你就是未講嘅時候咪是 keypad 咯。特別我是安尼，我 disarm 我厝嘅時候，特別我 disarm 特別用我 Face ID 啊，所以我看 Face ID disarm 咧，OK， 我是 script 啦 ，HomeKit script， 我是when 我交厝嘅時，伊有一個 script， 我第 run 嘅 script， แล้ว我 garage door 唔會得開，แล้ว我 system 冚，แล้ว我門 unlock， แล้วshortcut 啦。แล้ว我就อันนั้น就去咯，特別你特別你未使成日講呢，你特別 scan 裏邊咧嘅 run 啊，แล้ว那是冇，我當時 actually 我係每 lock 是較舊嘅，我每 lock 就這年啊，伊唔是 HomeKit support 嘅 ，actually 是 connected 是唔知叫做咩咪 Zigbee 啊，什麼啦，依 technology， แล้ว伊是 connect to 我嘅 security system 嘅，所以我 security system 就 when 我set 依 automation 就是 when 我 unlock 我嘅 security system 是我會 automatic lock unlock 咯。特別伊嘅 Zigbee 嘅 signal 係就 weak 嘅，所以當時伊嘅就斷去啊。所以我時我 security unlock 特別我唔會被開，所以我特別用 keypad down。特別我真久我冇用鎖匙嘅 ，just 我冇用鎖匙嘅。當今佢使做 near field 即係 NFC。你使 scan 你電話就你每個鍵落啊！啊對，安尼講我所不要開門。你條位一幾件出嚟？So far 我嚟門嘅咧，我是 still manual 嘅。呀，我是 manual 嘅，我一落嚟嘅咧，我是屬格物件是 manual 嘅。你屬格物件 manual 還是冇屬格物件 manual？我屬格物件是 manual。是你來我厝界啊！我媽有一咩事，我爸甲我媽係讓佢暗困嘛，แล้ว我已經困了，แล้ว我唔知點說，踩起來1點幾啊！我媽，嘿，我唔使講Siri，肯定正等。我講 Sarah， 我唔使講，Hey Sarah，Good night。
Hey Sarah, good night. 你講我翁叫我聽，他們喜歡你parents是這樣嘅 Sarah good night。咧，因為我人阿妹樣困嘅時候，是叫佢講 Hey Sarah good night，伊就冚開個了咯。因為我 internet 都好到 that time 嘅時，你 that time 較早嘅時，你 Siri 嘅 function 都就被 dependent on 你 internet 咧。又唔是說當今先嘅嘛，你得是你 locally 也係 activate 你嘅 command 咧。當點解嘅時你特別key internet，但對嚟一個 control 你會啊，所以嗬，伊俾我 internet 買，就 check 起來先個難俾，你又唔賺咗琴咯，因為唔賺咗睇，全部唔賺咗琴，叫係好好笑。啊對，即係哦，喂，所以你嚟我厝啊，就是解一百行噶了。我電腦厝嘛是安尼講咯，伊人嘅厝啊，係咪 Apple Music 啦、Alexa 啦、Google this、Google that，像古早時啊，像你手拿衫 right， 你嘛是叫人去轉開甲細聲甲大聲，伊人叫我去做咧，阿咪物件我袂。我講你人個了是咧 technology 個了啷俾家己做啊？其實講嘅嘛，攞 voice， Hey Sarah， 攞the sound。有陣時啥，伊人啲在經啊，嗰時去房間啊，然後伊叫人成啲啲 kitchen 啊，叫嗰阿咪 Alexa 做下咪物件，我袂，我是接落來啊。你咪當咗時候你阿三蚊咧，而家咯啊？難啊！我 series 我係 butler 係嘛？嚇！我特行本事呢，我人是 Hey Sarah watch TV， 然後伊就冚埋 kitchen 嘅開開我電視機 turn on 電 TV 了。我係硬相，就嚟 watch TV 嚇！我本時 watch TV 開 TV，伊個 YouTube channel set 去下面物件，嚇！我係 lighting 換個了，換個了對啊！伊 color 們換，特行換。即係古仔是做工是本是伊人規隻阿咩個錄到阿咩物件 send 一個嚟阿咩 fax machine 啊，我講 I don't want any of that. I want to walk to the printer room. Because 伊想講啊，伊寫工嘛，了你做啦你。你話你搞係你單身，你搞咩名啊 ？Bella， 伊講 Bella so cute Bella. Hi Bella. 伊在錄叫伊， because 伊目睭啊，嚇！伊直直看 Bella， hey Bella，Hey Bella， Do you want to go out? Do you want to go for a walk? You want to go 雞？即間冇呢，即間冇狗，即間是講嘅，我真係一隻是狗嘅。即間是講嘅。呀，即間一講啊，一秒差路嘅。所以成日人講啊，你講嘅狗較硬似嘛，你講一秒差路啊。你古早係一隻講狗啊，講狗差，一隻未曉嘅，一直曉白路嘅。嗰一項我受到utility 就是咱們學電話去寫是俾學新嘅物件是同埋講 internet， 他們嗰一項受到is security 咯 ，security 有有啥 security system 啊？冇啊，I mean security 你會使做成啊，你嘅 HomeKit 嘅 style 咧，or unless you are monitoring 啊。對，我就是被 monitoring。Actually 我真久咧，我想要換我嘅我是 ADD 嘅嘛，但我被換 ADD，because ADD 真貴啊，但你起嘅，所以佢真正貴啊。我想要換起咧 ring 嘅 system。ring 我用 ring 嘅，嚇，特別你 ring 都冇 monitoring 啦。我電話嚟咯，入嚟我電話。所以特別你冇你 security 本是到底你想錄你 security pad 係咪啊？別使講。security pad 冇，我是 just 係你 security camera，any kind of 冇。哦，所以。你會使俾你 security pad 有 alarm 嘅。哈，就是我就是想要換啦，我就是想要換咗佢哋一個不卡辦嘅。是講 one thing 我是要 try 就想換咗一樣有一個樣叫咩 retrofit 嘅 something， 伊個一個 adapter， 伊個好你用你就俾家己曉 wire 伊個 traditional 嘅 security，because 攞嚟 traditional security 已經有晒 magnetic 嘅 contact 嘅了，佢是叫阮窗啊有 sensor 係咪啊嘛，所以你會使用伊個 system
接入去迄個 ring 嘅，我未 research 嘅我唔知我會曉接唔曉接，特別我嘅翁講看是無艱苦啦，你特別就講係咪 zone 啦，你接啊，你俾伊話要接，是咁我感覺到呢是 big project， 我特別成日，你特別成日要 commit to 伊嘅時候，你過嚟做啲 system 呢，然後我有時候會做咯，我是講我唔知 maybe 要 set 2022嘅時候要做啊，冇解未打閒也可以 ADD 係咪話？我今日嘅一類嗬，特季節啊，我今日嘅一類特季節，佢話俾只是叫我 camera 嘅攞出嚟。是咯。特別我本就係 camera。70幾個80塊冇。哦。是啦。But for security sometimes ring system 百幾塊都要俾一刀俾得了。特別你 monthly 條學類本嘅，是講冇呢貴。一片呢 ，I think 是其實講你一個 devices 是3塊幾一年。And then 其實講 more than that 咧是25塊啫嘛。我記我確貴啊，冇貴。了，是 record 起來，if 你冇去看下咧。特別冇，係咧是冇係咧個冇上，係咧 record 起來是伊嘅 record 伊 footage， 特別伊用有一隻 security 嘅 monitoring 嘅 system， 係咧條學類本，係咧你是條學成日講 in case 你嘅 security set 了你嘅係咧叫咩啊？條伊個諗蛋嘅係咩意思嚇？你嘅伊個叫馬達來 dispatch 馬達來。喺呢度嘅學率，係你是 monitoring 啊？嚇，你是 monitoring 咯。但我是愛有 monitoring， 特別我買學 ADD 嘅字 ，because 當今 competition 啊嘛。maybe 私人 ADD 只到嘅，我計講你 contract 啲即 price 啲 key 我要去八項物件 ，OK 講 OK 啦，要去八項嘅。你冇去 bring， 佢就嚟講是 bring。頂得我係這邊聽到 size 是頭是 bring 嘅咧 ADD 俾起啊。所以人 monopoly 嘛 ，monopoly， 所以當今韓國對面冇啊。哇，聽到嘅是咪想聽到喂你上面啊，喂 cable company 是帶望嘅 cable 嘛，聽到個 cable 過嚟。當見冇啊 Netflix 啊。少當見講 Netflix。我係 Prime。cable 我冇啊，我 Prime 個 cable。Prime because 你俾 Prime 咧，就是 free delivery 嘛，like 2 day。你講白刀係 just 冷哦，或者係 just 冷哦。應該是俾啩，呢個係錄 video。我聽到我係 cable TV 是 Time Warner cable 時候，我咪是想被 shop 嘛，伊咪是 contract 來自己 key 自己個嗱，但 every month 自己 key 啊，時我被 shop 啊，你我同人講我 that means 我被找咯，你講 OK 啦 ，I'll transfer you to the cancellation department 啊。了後，我未係時間，冇攞數本啦 ，because 係咪嘛 ？because 我冇 choices 嘛。then 我係 Google Fiber， 我同講 Google Fiber 我成日我 Google Fiber 是你 neighborhood 特別酸嘅，你住第一隻人 sign up 嘅 neighborhood 成彈嘅 Google Fiber 嘅就，我同講我去 Google Fiber 嘅 office， 我計睇嘅 pamphlet 啊，我去見我攰 neighbor， 我去搬啊，叫佢人 sign up 啊，國妹啊。哇！你應該做 president of HOA 啊，你neighborhood。我去國妹啊，人上我笑嘅，喺人即人上面物件咧，人上我做 Google 做工啊樣嘅。特別我講冇，我是你後輩 neighbor 啊，我是會彈一個。然後我唔是頭住 neighborhood 彈，特別怪 early 啦。because 你看你 neighborhood 那是少年嘅呢，呢度較濟人愛 sign up，because 人 understand， 你就是去老人啊。冇咩嘢成日寫1363，嗰老人，你上佢叫佢去 sign up， 叫1363去 sign up 係 Google Fiber 看，一小佢一頭，嗰條去 website black 上面物件，尋買我家己行去 printer。我被單路喺小大時，每路會使行嚟 clubhouse 領頭啊，我吹別掉。會使，我冇插路，我那是講冇 covid， 我借飛機去坐路，再 clubhouse 上門去。Actually 啊，我有啲物件我會做，有啲物件我別，我感覺安款嘅物件我。to me 啊是真艱苦啊，你知？是，冇人特人話嘢冇想誒，人嘅腦，你成日講叫你
叫你做咩？你做工嘅，你會工。你唔是講人搞無搞，有人是 certainly wire 無相啊，伊接到一線無相啊，你唔是白，你買，伊唔是白本你買，伊一頭買啊，我買 handle 那物件。你就是我，我規矩白曉了嘅事啊，你就我 interested 啦。嗰陣時啊，我真好命，我老實講我是真好命，because 我頭家規矩問我。What do you need support 啦？我嘛係講我講 I'm so frustrated with this， 你一直叫你 IT 嘅人嚟啊，你人就講我講啦，伊講OK move over， 你我就連我就喂搞伊，伊家己擼家己搞伊，你問我 is this okay？ 你我講 Can you make this bigger？ Can you make this smaller？blah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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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ah。你講 OK， 你就好我一名next time you just call me， 你我寄一粒chocolate 可以。尋日咋？這 clubhouse 真方便咗咋？但見我屬夾 clubhouse 我掉到咗咋？我個掉到啊！你看車你個 check 啊！我看我 miss 什麼？然後我嘅時我個聽。有掉到嘅。南西咯，繼續南西咯。要幾時 ？because 就係咪說，頂到我靠我個機器人嘅事啊！我個機器人嘅事，我個別嘅 consistent 啊。然後我同佢有啲點咩啊？南西啦，阿小寶啦，阿龍啦，阿蕉啦，阿趙西啦，乜鬼電嘅人㗎啦？真正老咗誒，下零掉，真正老咗誒。Hello。然後你看，你就掉咧，就掉我係啲嗱個咧借兩個啦嘛，第一個咧借兩個，然後咧有你是困嘅啦，人無困嘅人起手啫，啲人無困人起手，我確即幾人是困起咧，無困即是到啲 clubhouse 啊，你話到啲 clubhouse，你看，因為是依人嘅 race， 哈，個有個按鳥個第個，出年係困嘅。就是按鳥，按鳥是阿薩哥。哦 ，OK。阿薩哥是按鳥。阿薩哥你叫講一聲就係立馬，人講你俄羅斯隻狗嘅啊。你叫你是按鳥唔是？不，你是鳥龜。哦。講龜就講誰是鳥龜。confuse。because 我 confuse， 我做人 confuse 嘅。就起手，就叫你嚇。嚇，阿薩哥未必咁樣困起啊！我同你講啊 ，fall asleep 唔 clubhouse is very common 啊，同你講。你諗冇卡咩？人聽係到明朝聽嚇，就困起啊！我做講，如果冇免講冇有免笑嘅物件 ，OK， 我唔開。就未起手啊！你未起來講話嚇，一個就起手啊！我看未起來講話，冇，叫伊啊！按鳥龜，按鳥，記得叫按鳥起來講話。按鳥起來，按鳥個未困啊！按鳥咧，阿媽個未困，係佢嚟起來下來，按鳥都未困過啊！阿媽是渣，就渣啦。你困了車咧嗬？係啊，兩個咁無聊個。特別應該開掉嘅喎，你個開掉喎，呢陣話。我請要瞓啊！我請我講話，咁幾個就聽我困。幾個就困咧啊！當佢揾第四嘅話，第二個都真個。好了。我那就是聽個困啊！我請我個講。Clubhouse 啦，呢教你講 ，OK， 確定咱這 topic 冚了，咪是我教你。然後我個要講嘅咩？點啊？哦 ，security。我就啲 set alarm 4點半起來聽。我4點半起來講就頭一個 topic 咯。哇，committed 啊！這我個未拄到香哥個，香哥是教我嘅 cousin 上有等你定到時是唔是？是啦，一年 remove 是。哦。了個我同你講，我把類舊嘅類伊嘅，因為人我類舊類伊講唔是類舊類調。哦。大邊人road 有係咧。哦，個當店咩？嚇！我覺得細漢嘅時，真細 is it elementary or maybe 13、14歲嘅時有大學邊嚇13、14歲，成個 school holiday 嘅時有大人點鬥卡球嘅。哦。唔是我鬥卡球啦 ，just because 我依個人做嘅 ，so because 我maybe 我知你伊嘅名本啊。你知我伊嘅名？應該係知，你講我，會使講我你伊嘅名。Irene。哦，你知啊？知。
哈，你捌伊啊？我唔捌伊特別 ，because 我有去鬥下超係伊嘅店嘅。是咩？我唔捌看過你。哦，誒，係是幾年啊？19係咪？你是10幾歲，你咪是跟我差唔多上。嚇！我大咗幾歲？10幾歲，未必冇我較大漢，我較大漢。到10幾歲裏邊。I remember 聽過這個名，so 伊。你咪是捌食這下邊，你知迄個伊Irene 嘅。所以店嘅人，所以成個阿麗，你知阿麗哦？啊，知。阿麗是唔是賣伊出來人賣油炸粿？喺世界嘅事呢？係啦，你講啊，伊應該會記我嘅。我講，你每對調看。哦 ，Irene 孫。伊爸個有啲個，真老。哦，哇，對，我可以記。啲後尾點啉茶。對，伊都10幾歲時，12、13歲時候，我阿未去鬥下超過，我較大漢那個去 ，because 我是食到小女係咪物件先去算，還是去碰地，上面都才去鬥下超。Because 我學 Japanese 嘛，還是我叫我意帶我去 practice 安尼款啊，然後if 我買到一個 keychain 攞嚟 keychain， 哇，梗係 proud 呀，你知道？哦，你用日本啊，人家日本啊 tourist 講啊，係啦，本地我是愛去 Japan 讀冊 ，so but 我爸阿摩沙嘅嘛，嚇，一上嚟美國嚇，所以嚟美國。咪見到你等去夏威夷要睇用 Japanese 咯，未記咗啦，未記咗啦。Okay, but anyway,我唔知你咪 OK， แล้ว計人 say hi if you 個會記我。OK， 我冇影下部影時間夠先。個 cousin，伊 nickname 是安娜係安娜。安娜。對。OK， 等陣我講 utility 個係咪簡單冇想到是等陣你講係咩啊？三巴。誒，我未學三巴，我三巴是 city tax， 所以我 city 學了。我諗本是 city 哦，我這邊咧是三巴是甲水嘅白白。哦，我水是sewer。甲 sewer。嚇。recycling 啊，是白白，但係冇貴呢，只100呢，一年唔知有50塊。哦。只少呢。你三巴 because long HOA 嘅數是唔是啊？未使講。唔知喎，但你有嘅 area 甲舊 area 無三巴，無迄個 HOA。你一禮拜一刀咯？一個月三巴大個月啦。冇，阿明你係扣三巴啊？是一禮拜一刀。一禮拜一刀對。一禮拜一刀，then 你。我一禮拜2刀。哦。後面啊，我諗2禮拜一刀。2禮拜一刀，哇！because 伊買好你，伊愛 encourage 你 compost 啊。Yeah。compost 同 recycling。我是大禮拜。Yeah， recycle 是大禮拜。哦，I see。嗱，你知咩數夏威夷對唔對？一禮拜2刀，伊人冇，伊人做臭味，就係三巴。臭味嘅臭死啊！哈哈。成個 Malaysia 呢啦。Malaysia 入面一禮拜3刀啊，對。冇計哦，冇臭味哦。135還是246咯？有遲少少。了你別使講 recycling 咧，到底啷個邊？三巴本 under 三巴。所以 under 三巴了，你啷安怎特別安怎搬啊？上面對唔？大搬咯，係你 box 我這 city area 就麻煩嘅。box 啦，伊迄個罐頭咧愛看號碼，伊上個是5號到7號，伊唔愛 collect 嘅，伊是1號到4號會 can collect。And then 博大罐不愛 sort up with 博大罐 area 呢，迄個congregate 嘅 box 加包裝安尼款物件愛分起來，袂使參嘅。And then 上個講上個你 tissue paper 上個為 certain 嘅cardboard 啊，伊上有一個 plastic filament 啊，迄個伊無愛接受。哦。迄個就定咗3巴。所以你特別學樣是講無上湯咧。我臭攞嚟湯收翻啦。所以你特別 segregate 伊無上 type of 物件，是你使參落去。就 segregate。你使參落去，愛 segregate 嘅，咁樣。我係 city 呢。我人嘅 city 是無
無 recycle 玻璃，我就要家己寄，我嘅 glass recycling，我就要家己寄去 recycling 嘅 center。特別我人伊人嘅 recycling 是真 casual，對我嚟講，抓plastic 嘅 container，往時我冇咪知，我會下啲去，แล้ว伊人嘅 facility 嘅往 sort 嘅。So 我人免做咧，有幾往時就被賣垃圾嘅啦，你像你 food 嘅 container 你就被搶下，我人是甲洗過，過來 sort 互伊，if 你下錯位咧，吼，一定啲你嘅 box，伊無甲你 sort 互你，無甲你 sort 咧，一定啲互你 do your job。古 Philadelphia 掉3萬，你就你亂下啊 recycling。啊是，你是掂 recycling 都3百位啊，伊冇你諗會3萬路啊。是對，但是你成個 light bulb 啊，你袂使掂到，袂使係 recycle，但換車佢是 recycling center 啊，喂，學個件 battery 嗰時啊 ，recycle light bulb 嚇，哇！我諗住俾滿時，你去迄個擔咩？呀，你擔，你到節期是5塊，我冇話做佢啫，你掂姐姐一個嚟去啊。呀，是哦，你而家點解？古早是伊是一年，互你去唔知，講你講你使做唔知50磅啊，是下面講未記啊，所以你接去嘅是要錢你車嘛，然後一直直來，直直坎坷，然後你一年後你來攞到 free， 當今是達到是5塊嘅。伊坎坷 keep track 啊，像這樣。坎坷 keep track，所以5塊了。特別只好是下面哦，係你話到你位啊，伊個靠邊啊。你愛去就直到袂使，所以你會使去夾compost下你是 free 嘅咯。你會使掂下你煎油啊，伊人鐵咯，但係是 free 嘅。近呀 ，I think 下你5塊是近呀 electronics 啦 ，styrofoam 啦。battery 咧？冇 battery 是 free 嘅。biohazard 嘅物件啦。伊個 hazardous 嘅物件，one thing 我是感覺，人 Canada 人較好命，像你買 battery right， 你特別接受 battery， 所以你寄去大陸位啊。有買 battery 特別甲你 recycle，OK。你若是買胎啊，你特別收胎啊。係嘛？แล้ว是像 computer 嗰啲物件是我人判斷，我人寄去 university 咯。個 university 就嚟真大咧，แล้ว真濟人是像你開個 IT 嘅啊，但是伊本嚟使接受 ，because 有個人伊人去寄伊來邊嘅啊，寄 parts， so 像個迄個古早我講老闆嘛，แล้ว我特別用 cell phone 個，我看到迄個 Best Buy 嘅人trade in 嘅 cell phone， 比我 cell phone 更加有料。我唔知解錯，我看到伊有一個坑嘅嘛，伊甲你講你使 recycle 你 cell phone 面，我看你查某啊，伊夾咧攞啥咧 Hello Kitty 啊，伊個 cell phone 啊，物件比我嘅 cell phone 更加好料個。即係未使講嘅 cell phone 是到底伊被拍電話是伊特別壓一個物件，伊得個放起去，實實得個去出頂嘅。你大哥大啊！了嘅，特別入把肚掂正時嘅接湯。我第一件就是佢早時你知你 idea， 伊想 every 2-3年伊就甲你換一個 model， 我第一笨蛋就是伊個換 model， 我唔รู้佢曉用一個手風，你講換一個手風。誒，我同你講啊，我是要想啊，或者我 retire 時，我想要做一個是成個叫啦你啊。像個咧 personal IT assistant 啊，所以嚇成個363嚟看得咯，所以你使成個會 set up 係物件，俾新電話 set up 時候，แล้ว我個路就set up 然後咧，所以拖開啊，但是你看到我可能人嚟拖。特別薄就是那時講你會隨到 ，because 我只 patient 嘅嘛，特別我 tech support 我買嘛，然後我買 one thing 好，我係爸咧一頭實到個你買啊，所以我就免 tech support 伊下面只隻，我買了，伊特特行個矮，你看到 clubhouse 啊，一個月到啲 clubhouse 出來啊，我買比較到到2001嚇，比較機會啊，即係我買。係咪2001 2021 20年啫2021對，我嘛比較機會啊，特別伊個只好學誒，
特別伊是袂，伊是我袂曉咩，特別伊無驚，所以伊會照做。伊照做，伊講我叫伊入嚟 clubhouse， 伊講安怎啦？我要安怎入啊？我要訂咩？你講，伊剛 try， 伊無想講，啊，你做咩數伊 YouTube 啊 Facebook 紅險 live， 就是 because 我嘛唔知7 minutes 伊看到一頓話。對，特別伊唔知帶到 wrong button， 你帶 wrong button， 你個機唔知嚇咪 live 唔知兩講咩嘅，你個人看到一邊，你就是在去個 Facebook 個有個到啲 feed 嚟。你你人做你 IT 啊，你再講伊個，像你拍電話教你 IT 裡面嘅講，你未看到。แล้ว我到叫伊接起來看我，just take over。做好咯。我人啊，伊人就俾 every time 伊人接我人嘅時啊，伊人就俾做 report 嘛 ，because 我人做物件真係真 very confidential。對。so 伊人無事㗎，就係講 just describe what 佢講 no just file a report and just connect onto my screen just do it 你做好啊，買人家做，你自己做好啊。你時啊，我同佢講，呀 go left，did you see that？ 你時有一道嘅時啊，我嘛是換公司咯，換公司咧時啊，我特別喺厝做工啊，咧我真正 frustrated， 有影真正 frustrated， 2禮拜啊，未做了。然後我叫我 assistant 啊，你 executive assistant 啊，伊個未做了，就這樣起哄，我就這樣哄佢，我這樣滾啊，就 I start complain 啦。然後嘛，同我 boss 講咯，我拍電話去甲 boss 講這個 executive 我別該做工，我該講伊真正講，真正是我講。有時啊，因為 boss 嘛同我講 ，OK， Lim just call IT directly and please invest 2 hours 啊 ，troubleshooting 我講 OK 哦，你在迄個人問我咩哦 ？Can you please tell me if you are still on DSL？ 我都唔知蝦米物件是 DSL。那問我你安怎配你嘅 internet 啦？我甲伊講，我嘛甲伊 explain 互伊聽，伊講問我安怎接我 internet， 我嘛甲伊講用蝦米咯。實在伊講咩就 that technology is so old. There's only 3 people in the entire country that still. And 呢是一個 international bank 嚟咯，就哇，我家會歹勢。伊講 we have already retired that. We only have 3 users left and they're almost retiring. So that's why we are not forcing them. You have to get cable. Okay, just send me an email. Please shop and make sure I get哦，所以因為你 high speed 啦 ，DSL 還是 cable。真係歹勢，我有隻歹勢，我去 apologize 就 ，because 我甲我 boss 講，我一天別用，伊是古早是啲，迄個and then 嗰啲 transfer 到 Netherlands 來，伊是啲迄個 record 嘅店啊，你知人去嚟 rock star 做 music 嘅啊，伊講就是一張搞一吹隻呢，然後你未吹 appointment 係咪一張搞 massage problem 嘅，你知？特別伊唔知銀行嘅物件，伊蝦米嗰啲人送唔知啦。那我就感覺一張講 ，because 啊，你甲伊講話。你只用嘅物件，啲銀行我人講關係啊，伊未明白 ，because 所以伊嘅世界甲我人世界無相。然後特別我唔知，但所以 sometimes 咱特別互人 benefit of doubt。哇！然後我就會記啊，哦，我知啊，實在是我是迄個講人，我佢講 ，It's not you, it's me. I am so sorry. 我你計 apologize 啊？係啊，我都俾佢 apologize because 人唔對就人特別 apologize 嘛。我是感覺我佢 apologize， 我真正歹勢，真正歹勢嗰啲啦。仲係直接去啊！我唔敢，仲係直接去，我唔敢。唔敢落嚟嘅。你唔敢落嚟，我知嗰時我自己這樣講。係我講你講，但係你嘛本身係冰冰嘅啊。本是冰冰嘅，แล้วอีกคุยจะแต่งเดียวคุยจะไลฟ์嘅。我講你個在 live 少，I think 就係 in the live 嘅事 ，because 有冇 encourage 人用，所以你去帶你。會慢慢聲。嚇，默佢嘛本來嘛。係啦。哦。俾物件啲喺你 Facebook 啊，你人 live 嘅。嚇，我媽媽是講咪俾。俾物件啊。危險喎，危險。
我有甲我講，伊話你甲買特啲咧 Facebook 一塊人做 live 嘅時候，買咪八卦啦。係咯，是咯。誒，我俾啊，你點心嘅啊？哈，對，買點心嘅對，真係滯。即係著西佢節咧，著西佢節哦，你講點心未買下？點心咋幾耐節季節？because 佢哋昂布係咪啊？昂布訂到對人季節有 live 啦，點心帶動嚇今年即 discount 嘅啊，你唔知買一個送兩個咧，所以大家就看頭嘅。Yeah， 我嘛 not just Malaysian 嘅呀，你台灣你個了一般去買嘅少。哦哇 ！International。誒了 ，OK，so cell phone 咯。I mean cell phone 那是handphone 嘛是 bill 嘛是算做 utility 去啊。對啊，電話啦，較久電話嘛，當 keep 特別一人啊無呢，一人無呢，無 handphone bill 啦，什麼啥？一人無啊，一人。11呢，我特季節唔知一個，一特季節去我 credit card 唔知，一 automatically 唔知20塊還是50塊，我別記啊啦。嚇，我 top up 呢。我 credit 真濟，我唔知幾百塊 credit，可是我冇用嘅。哇，冇意思啦，冇特別伊冇 data， 伊間有電話。當今嗰隻我就遲差冇，我去 Costco 啊，伊個仔後攞一個物件，個攞仔講你 warehouse 係咪物件 on sale 嚟嘛？啊！伊叫你 scan 你 code 了，你家己看 cell phone，我白我冇 data。喲！我別咯，我感覺我早班啊 ，It's almost time。誒，你特別，你只係教學生，你都有會忘教咯，特別 possible into IT tuition。我家陣同我講咩？我家陣講什麼啦？你唔通多浪，唔通寫衰，我人寫入嘅名啊！你同人講你是安尼白用嘅，你是寫衰人，你知哦？唔通教人講你是安尼白用嘅。我講我知啦，特別我唔敢解講啦。你是差到第一百，podcast 係人知嘅了。哦，冇人知，人哋問我，how many podcast what conversation ended？ 你冇叫人聽啊？你世界。個係咪嘅utility 人是參掉？你到底馬來西亞係伊 gas 是一桶賣喎，伊唔是成日講攞 natural gas 嚟講。但係冇時有 bill 嚟啦，伊唔知 every time 冇時調落嚟。propane 條菜點啊？嗬。additional utility bill 是個位日咧。哦。fertilizer 啊。哈 maintain 你комп包啊，你漲啊，嚇你嚇對，我是係咪？我是 quarterly 嘅是係嚟清嗰啲 pesticides 都是有，係 pesticide，pest control 嚇 termite or what 啦嚇，แล้ว要嚟成日 spray 下就話係咪你家嚟？個有個咩啊？我唔敢用 gas 嗰啲，我哦，你驚爆炸啊 gas？ 我驚爆炸，我唔敢用。哦，係咪 gas 啊？馬來西亞嚟 type A 係點啊？隔了啊，隔了都唔驚。我唔敢用，馬來西亞我唔敢用，我嘛用，我係驚呀，你2秒一嘣啫。我聽到我係厝嘅heater 啊，樓下 heater 是 gas 嚟啫。แล้วแล้ว你就會開燈嘅開 gas， แล้ว開水性嘅呀。你就開 gas， 就啲一桶嘅開 gas。你個桶呀，你厝。不，這是美國啊，這就是馬來西亞事。馬來西亞你 propane 嘅燈啊，嚇，แล้ว你開了嘅時，你一啲嗰條開伊個 heater 伊個一個 level 喺你頂，แล้ว你就去你頂了嘅時，你就轉下邊嘅時，你就特別掉伊個火候，伊成一隻迄個 starter 嗱，一個 spark，你掉伊度。伊度會開伊個 starter 嘅火啊！就你看到一拍細拍啊，你看到一坑，你看到一拍細拍，但你開水嘅時，伊度篤個了啊！然後你篤個了時，伊嘣就係大聲成個爆炸呢！我就亂嘅。
你人好命了，我细汉的时啊，你特别用你茶几的。哦，灰切。我唔敢用，了上甲你讲有一个坑哦，了你特别用你插进去，一个呀，你对做了，你下啲你坑的位了，你转的是扑者。所以你若是讲你若是大人學你做啊，就是講你是大漢了 responsible 啦。了 because 特別我唔敢，我唔敢，我愛賺若是我用熱水啊，我叫人給我開 ，because 我唔敢做。你成個愛癲呢？叫我真驚，我你撲，我真驚，我唔敢。我就用遮濟迄個灰塵啦，唔知幾若幾個。哦，你驚啊衰啊！我驚唔敢。你特別買迄個長長的灰塵。對，長的。呀，迄個長長的。啊，來哇 ，BK，OK，唔好意思啦 ，BK 起來啊 ，BK。Hello，拖去，哇，你請啊？好渣。你啲 exercise 了，我俾個人 share 一個 utility， 我興咧，真係唔敢玩嘅。就是 Malaysia Indah Water。Indah Water 唔是只辦機嘅咩 ？Sewer system 啦，sewer system 係樣。Indah Water 唔是只辦機啊？咩事會興嘅咩？嚇。啊，我就睇下安怎興就，安家伊攞要 letter 學我啦。你唔是只辦機嘅咩？你幾 con 嘅？因為我冇看到伊做啥物物件嘛，伊唔是學你水咩？水是 BBA suppliers， Penang PH berkuasa air。哦，冇想嘅嚇。啊，Indah Water 做咩 ？Processing 嚇。是 water treatment。做細水嘅。哦，伊是係咩啊？water treatment plant 嚇。water treatment 嚇。哦。แล้ว你是成個人叫做 sewer 嘅 fee 啊？啊 sewer fee。哦。sewer fee。特別貴嘅，Indah。係。即係6塊還是佢講未記啦，because 我冇咩愛興嘛，我係冇頭去興。我買興。你冇頭去興。伊攞嘢就得叫，伊笑掉咪唔是我笑。You know why? Because 我係厝嘅water bills 啊。2 months 啊，其實 next 2 months 嘛。對。2 months 大概5塊然後都就。喂，Indah Water 1 month 少我6塊，然後有時候冇嘛，你就問你嘛，你水條你有接嘅就是有出嘅嘛，那你出嘅時候，你個沉曬係咪啊？咪是較濟咯，伊個 bill。個沉你就玩嘅曬就變咗6塊幾咯。算梗係唔敢問你嘛，頭手笑你嗰年月喎，哦話冇機人興意，我等翻嘢攞嘢嚟得嚟嗰度。哎呦 ！Indah Water 原來是 processing， 伊 process 你 sewer 嘅水，你 process 你 sewer 啦，啊不接佢你食你係菜嘅啦去啊，掉你接你菜心。冇看到，我全部係出嚟嘅水嘛是安尼垃圾。冇嘥咧，咁佢一玩就嘥出嚟。我嚟嘅理啦。Indah Water 出嚟，一就是咧ugly water，ugly 是講咩啊 ？ugly 是唔是 Indah 是 pretty？ugly 是 hudor。哦，誒，你到新加坡嘛？啊，拖去。你喺新加坡個興係咩物件？電費水費，但我講到 maintenance fee 咯，講到電費水費 gas 迄個咩人講電話 internet 即係 Netflix 三巴一個係咪個新加坡有嘅新加坡成依成大個節就興嘅物件。個係咩物件？車咧，換車。歹勢哈。我當細聲講到好。我當新加坡係咪唔免應？我公司㗎。我公司㗎都係。好命咯。所以都唔知條興係咪啦，公司㗎都爆㗎了啦。唔知。誒，你嘅頂冷是到啲咩啊？到啲邊兩個呀？我冇特別呢。我你冇特別呢，未貴寶嘅Indah Water。
袂怪袂怪，哦。我知講我住嘅所在，一電差不多。貴咗下新加坡嘅電。我嘅電啊，我嘅電係講800至1000。喲！啊？你會講開掉是唔是？呀，會講。我係講貴，貴都知哦，新加坡你800至1000塊，電費最少較貴過美國個。你按照用你厝時聲一陣哪呢嚇？你厝只大間嘅？較大啦，較大。你厝呢大間，你是點厝還是大厝？哦，難得。都袂怪，你貴間開講。啊，對。伊嘅厝是喺 Canada 呢？我知啊，伊原本佢就管嘛，伊管公司嘛，食吧，你叫咩人講啊嚇？你又講食吧，你管公司。食吧，你對，食吧，你管公司。食公司管吧你。管吧你。對，食公司管吧你。我做佢 confuse，佢咪時間等去公司。我亂講就隻公司佢馬里數別怪，或者我去新加坡我隨路去大啊，我買睡 hotel 啊。隻公司佢馬里是乜意思？你隻公司佢馬里就是講你公司搞你出嘅了，你咪攞所以慢慢還攞講伊等佢去死就借路係咪？咁咧當公司搞你出啦，成講 company 學你大 ，company 學你賺好啦。隻公司佢埋嚟咯，我把住嚟啊！你反正你興800塊1000塊，還是安尼一人大，我去教你加大是佢教你背掉淡薄咯。然後你累彈掉，我第一教你6塊啦，你去興 in the water。搞啲咩？昆巴里啊，昆巴里。嚟講隻頭去，我係是講巴黎，隻公司昆巴黎。不，隻公司昆巴黎。巴黎什麼意思啊？巴黎 I think 是你帶 something like 你帶啦。嚇？帶啊？你卡推啊帶。哦，帶哦，禮拜哦。我當然 Disney version 咧。Disney version 係咪？公司昆頭結束。哎呦！啊，就是。哇！公司昆頭結束。解啊咯！哇！一套卡厝俾個人咧貴嘅啫，然後你最細咧，最細嗰個貴到新加坡嚟頂，最細有幾類？咪當今暫時唔知 ，because 人家是在路auto 嘛。哦，所以你冇咪就係講，所以冇咪在啦，哦，特別誒，那是你電費細啊。呀，有這樣就興。嚇 ，I think gas 啊。哦，你是 gas 是成個 natural gas。上嘅㗎馬來西亞上嘅。哦，湯誒。哦，湯。不是湯嘅，本是 cylinder。所以你是你個機型啊？把啲你照樣。你有煮哦？冇煮啊。冇煮啊！咁這個昆頭嘅餸啫。佢只巴黎，哇！你笑啊咯，8折啦這人，8折啦！我冇查我去新加坡係大個佬啊，8000塊800塊1000塊，等佢出世，我就拎嘅厝爽哦，我對佢寫俾佢解大啊！去新加坡嘅事。你係嗰時入市點正開掉呀？冇啦，做工先咪冚咯。哦，哇！好酸嘅這類，你只結婚係 spotlight 啊，只是嘅。冇啦，because 有一個 aquarium 噻，呢 aquarium 是鹹水嘅啦。哦，所以一定被開掉嘅泵。啊，一定開掉嘅。filter 係咪？24 hours 係冚開掉嘅。哦。你飲水嘅壺啊，只派面頂呢？哇！阿恆車咯，阿恆。嗰條 temperature。嚇！伊人愛冷嘅水就係鹹水嘅壺。哦，呢個係生度嘅呢，嗰個生度呢可以。我個唔知講一個鹹水嘅隔冷嘅。哦，阿恆，但係我冇講到 Australia 嘅嘛 ，Australia 誒電費最細㗎啦，人講嘅上嘅，我人唔知有上個啦，我人是講我興電費最細是電
水gas security ATT 哈 maintenance segala 三型三巴。แล้วลองก็ออสเตรเลียเขามี special utility สิ่งต่างๆก็จะไปเห็น嘅都安在厝啊咪嘅想啊搞到想啊 HOA 哈係咪啊 HOA HOA 呢個 townhouse 嘛townhouse 對一隻 townhouse 嘅等陣我想成我馬路個起來呢，我啲看 message， 我你人嗰啲講無了個哈，我人今日我落9點鐘啊，我人，咧我這新嘅朋友起來話 Justin 是住啊 ，Justin 到底當白 ，Hello， 你是裝 ？What？ 哈，你是到？我是麥丹人。哦，麥丹人，歡迎。你平常時有聽邊啲福建嘅哦？誒 podcast 嘅我福建麥丹嘅福建。我爸爸，我媽媽是新加灣。It's like a hackathon。哦。那你聽到你會明白我人講哦？係福建話？冇咪明白。明白了解 understand 咯，你 understand。我明白你講蝦米哦？你 understand 我人講嘅福建話？A bit。哦，你當然到咯，我看你小英是到咯，你是 Indonesia 加，即是 Australia 幾嚇 ？Yeah, Australia。你當然到 Australia 啊？哦，那個阿韓上哦，阿韓咪是在 Australia。Australia 在幾間 ？Australia 到咯？我明白。Australia, which part of Australia? Melbourne. Melbourne 啊，嗱，去找你朋友 neighbor。But I'm still like in Indo. Like I do it online. I'm going to Australia next year. 我未去過。你當今到底Medan過啦 ？You still in Medan 啊？當今？不，Jakarta。Jakarta。I see。歡迎。我看你有對這人嘅本來福建加 global Hokkien speaker 是你捌入來過哦？我看伊成個熟悉嘅呢。不要緊，慢慢來，不要緊，慢才講。介紹對了，最啊 Alan 啊，我可能對咗阿龍，我捌看過，成個捌看過伊咧 ，Justin Lin。Sandy 咩 ？But anyhow， 當然啦，咪是落啊，差唔多6點鐘啊喲。Australia 嚟講話阿韓你有曉得係咪講 Australia 特別嘅咧 ？Hello， 韓。Hi，嘛是想咯，水電 Internet gas 就簡單啦 ，council rates。Actually, my dad is not Hokkien, so that's why my Hokkien is bad. 不要緊，慢慢學。It's okay。阿韓，你講係咪？但係你這些我冇聽過。conservation 咩？上個最簡單啦，你看你咯。property tax。property tax。你是大概幾興嘅，唔是一年興一刀嘅，往一年興一刀嘅 property tax。是咯。會使特季節興，會使 quarterly 興，會使一年興一擺。OK。了，嗰個係咪咧？係冇啊 ？gas 呢咯 ，gas 嘅咯，用 gas 哦。gas，我有用 gas。你 gas 而家嚟做咩？到處？抓水加煮食哦。所以你 stove 是 gas 啦。特別咧，我諗嘅 developer 有送我諗一個 hot water machine 啊，係 solar panel for gas 未歹，都冇貴啦。我諗嘅 gas 我看一季節嘛30幾塊20塊呢。OK。Winter 是特別冇。水真係貴哦。呀。水
我看一季6塊成個 in the water 都行 in the water。哎呦，我都笑哦，成個 in the water 啊，你看我人無啦 in the water 是 in the water 貴了哈，真係貴哈。in the water 是 sewage 我係水一個月2塊半啊，伊一個月收我6塊。你使借數吧？你放使你出人，放使放少借數。阿漢，你嘅 Australia 嘅 internet 安怎下貴哦 ？internet bill 個貴個慢。哦呀 How much? How much 啊？我當今是100 meg 啊。100 meg down。up 咧？但 upload 我看。上哦。我看100 meg。我訂我 dulu。我看下咧，我看佢，哎呀，韓國發生阿龍困去啊，無本每塊伊 internet bill 就借咧。伊買啦，伊韓國伊有當贏嘅啦。特別喏，伊 internet 啲，伊唔知做咩事，係辦嘅。Maybe 伊厝上一個 concrete 咗。唔知。Maybe แล้ว伊嘅 WiFi 特別伊應該是 wired 嘅咩 ？wired 要錄過來 convert to a router。哦。等我看。convert to WiFi，我 I mean WiFi router 嚇。嚇。我看。250 Mbps。啊哈。200，我計辦啫，係 class 人 gigabit 嘅人，200講辦啊。誒特別頂到嘅事，你看頂到嘅事啊，我就好，我都冇學。我學嘅率50啊，我學嘅率學50 megabit per second， 我個會記過啊，要嘅學率啊。OK， 連我率250download 還是 upload？download。你 upload 咧？你 up 咧？如果按你看每我嘛是愛做 speed test 啊，做 speed test 嘅話。冇特別只啦 ，advertisement 是 advertise down 嘅，特別當佢 Google Fiber 有 two down 咧，one up，two down one up，特別我冇需要咯，我是那時講two up two down 我愛哦 ，two up two down 愛哦，pipe 斷掉。伊like嘅，唔知喎，再 check 叫唔叫你？講起 internet 啊，嚇。我嗰時真係suka 大啲90cc 嘅 internet 都就。90cc internet 上咗56 dollar 都我是 among pioneer in using the internet one。哦。嗰陣時導演是用電話，伊無甲你講到偌濟啲或者係咩嘢。所以嗰陣時嘅電話你都走拍入去喎 ，13 cents 啊。那種無對嚟講，還是隨就是你 call 嘅。呀，太偏了你說你咁晚可以接掉，你幫弟弟開冚。一陣開掉，把電話冇得用啊。得啦，唔得啦，收除掉未？咩阿漢？喂，14.4 megabit per second。agak pula. Hah? Oh ya, Anda ban. Anda kan siya. Nah. Cepat saja. Cepat kui? Pasar ko ah. Walah, kui. Aduh, ane kui ah. Anda ban. 這是你這是第一塊了嘅 service available 啊？第一塊嘅 service 啊，了下，伊人馬路甲即幾年前馬路甲 introduce fiber optic internet，你知冇？啊，有幾類？幾類啊？嚇？貴哦。fiber 幾類？800？哦，你是 fiber 啊？特別你 fiber 咧，馬路甲200幾年，特別你 fiber 個較快嘅 option 哦，有 gigabit 啊，冇啊。做咩水fiber 就慢呢？因為 Australia 大咯就apparently 啦，我就當excuse Australia 小大了，地方伊特別 infrastructure 特別接。了
US 唔是國家大 ，Canada 嘛國家大，咪卡住。我未 brain 嘢。但係 maybe 是 because 你大咧個無人大數，一定會嘅啦，對唔對？Canada 嘛是上。好嚟，啊，好嚟，係啦，而嚟嘛。我會記啊，我嚟讀冊嘅時，我頭一擺聽，我係 NBN National Broadband Network，แล้ว我每叫 NBN，哦，伊講哇，真係 high tech 嘅物件哦，伊嘅電話線啲圖卡裏面，我講嚇 fiber 啦，我諗12隻嘅 streaming 就有咯。係啦，fiber 講嘅嘢。哎呀，我死啊！有時我被去 Australia 度啊，特別講嘅 wireless 咧，講 wireless 嘅 network 快哦。我唔知我會，特別我諗嘅phone 嘅 network OK 啦。嚇，所以攞若是講actually 攞 5G 嚟講係5G speed 快本了，我出去個考試 sometimes 我係200幾200 megabit per second download 咧啊。我諗嘅 5G。你冇算快啦 ，consistently 啦，我諗是較快400幾嗰陣時。我嘅 5G coverage 阿未借過咯。Ever since Canada 咁講，舊年嘅時候。嚇，冇係啦，冇咩 consistent 嘅。冇啦，冇特特我去有 coverage 揾啊。尤其是多所在大嗰個行 call coverage 咯。我去 City 嘅時啊 ，4G 呢。แล้วว่า對我嘅厝較有 5G， 我啲桑卡拉嘅地方。啊對，所以個 man 咧對住到 WiFi 了。I mean 到 broadband 了。就是啦，你記 internet 對我實在要緊，你記叮當咱頭早錄音嘅時，我若是 internet 無好，我就是只坎坷，只真正紅火到誒，嚇，只掹髒誒，所以我無插我啲 internet service 有啲貴嘅，我就是要考慮啊，硬要考慮每啲貴50 megabit per second download，話我會記好講真正貴，確定是我去75，我個幾考慮啊，個去睇，掂累啊！ 75成個就好啦，當佢1000熟嘅了。是啦，你做這行嘅，你特別是特別快，你若是無快，你就我甲你講嚇，你淡薄 upload 物件，我第一攞行嘅就是看到伊個 progress speed 呢，哎呦！我顯啊，我看到啊，我 actually 當佢個死嘅，當佢我當佢 work from home 係，那時我 internet speed 慢嚟講係，我有時 transfer 我嘅one project， 我 edit 隻 project 啊，我特別 transfer about 100 to 150，甚至200 gig of 我 footage 啊，我那是冇快啊，我死啊！特別慢單啊，我拖去。我特別火車去 office 會夾伊迄個 footage 甲對來呢。也是火車去。無人嘅事，暗嘅事。我驚嘛，驚濟人我個買入 office 嘛。然後我較濟是貼我 footage 對來，然後甲去做。所以 internet hybrid 個 hybrid 話。當佢。但係冇 return 個 officially 冇 return。哦呀。嚇，你有個 indefinite 面對個暫時。嚇，我諗想，定日是講 Labor Day 時交過是講咪對 ，then spike 者，然後我講 OK 啊 ，hold back 呀 until 明年嘅 decide 啊，伊冇講嗰時幾時個啦。So 明年嘅 decide。面對嘛個個爽。OK 啦，有對我嚟講有 benefit。我是講去 office 我本是 OK， 我是冇暑假是。我冇時間寫真濟人，而且當今 office 會曉真濟 scam 本佢拿到了，成個到底咩樣個時候，當今policy是講，你若是 vaccinated，你就免 option to 免穿 mask。下嚟我哋驚 ，because 當我看到真濟 already vaccinated 人 booster 人會掉，樣掉冇解，特別會掉，特別你係掉我都。無爽啊嘛，你就有煩惱啊嘛，對，你唔知講你even though我係 vaccinated 啦，特別我唔知講我係學到別人，但是我無係咪 symptom 嚟講，我學到我翁什麼是伊 symptom 這是咪是死嗰條，我是驚。我是聽我翁講啊，
我哪禮拜前我人過 US 卡 because 我 package 到 Buffalo 啊，我去橋啊嘛，我 because 伊直甲我講，人一個禮拜就要去，แล้ว我唔知係咩事 ，because 伊到啲 hospital 聽到咗講 Omicron 啊，第三針拍正這本正這兩本，就是啊，以前也 contagious 嘅，我人特別去，我人只去哦，當期嘛，佢再換啦，特別嘢 room 佢再換，喂，冇 quarantine 啊，當期。特別伊叫你特別有 testing，我人其實免 testing 哦。對，伊 drop 嘢啊，當期條 PCR 嘅呢。呀，對，條 PCR，แล้ว要甲我講，當期伊人 ICU 啊，嗰啲 Delta 個。Delta，伊講 Delta 是真正危險啦。特別 Omicron 只應掉，特別掉啦無食啦。冇講食辣啦。無食啦，特別應掉。就是我聽講伊樣係你叫咩 are not 嚇。我未等我講白，我係隨看看。我第啲我聽到我未見啊噃。outrageously 關就係哦Omicron。唔知係咪 sensationalist news 還是只是安尼解哦？Compared to 係咧，你講出嚟名會掉，你講啲會掉荷蘭版哦。應該是未啦，我都冇講嘅 info。伊講伊 medical 裏邊啦，伊人是講 actually improvement 啊 ，because 啊，伊當期嘛無咩危險，伊成你掉啊無解 ，right？So which means 伊煮來無解，像古早人70年前嘅時啊，人掉下咪 Spanish flu 啦，香港 flu 就正食辣嘛。แล้วตอนนี้แต่สิก็รู้เตียวโบกายแล้วฮะแล้วแต่บิอีอันนี้ contagious อีกมิวเตเลยจ้ะ所以mutate冇實就講是伊 wiki mutate 是有可能一個會變。I mean mutation 就是未 guarantee 啊，要 mutate 就是無好。我揣唔到 are not a number， 我揣到 Delta 是講6啦，一個人 infect 6個人。你知你曉成個真正我未欠個 number 啊！真正 contagious 伊個又甲我講過，伊講，若是講你拍第三針嘛，你本就要真正死伊，真正死字 ，because 真正 contagious。伊人我是聽講是你哋，等陣咱係要啲啲講正係，你係伊是成個伊講當今啦，嗬，上個你拍第三針protect 你成個頂到嘅時候即係拍 vaccination 係第二針咧。講你若是冇拍第三針，你就要 expect 你成個冇 completely vaccinated 個。所以佢對第三針先，頂到啦兩針就算 fully vaccinated 啊嘛。然後當今先咧，樣講你就會，樣阿未 officially 阿未講過啦。特別樣我頂上會睇到 news 是講，伊人是 work toward 第三針，你就要有第三針，伊開始 consider fully vaccinated。because 真係先嘅嘛，就是解我唔知幾時了。夠點先咧 ，because 人講6季節呢，伊嘅 vaccination 到位了誒。少，而且人夠點先咧誒。哎呀 ，OK。almost 6 months 啫。So 你係咩？你 booster 已經6 months 啫，冇你係第二針。OK。almost 6 months 啫，我 I think start January 是伊人來叫我人啊。我是 January 唔知是8號9號 because 我啲 hospital 我未拍，我未出來我急拍嘛。แล้ว特別是伊20號嘅時會叫半減啲，人隔了人幫伊使拍，碌過6個月就使拍啊嘛。18歲，碌過咗18歲84日就使拍啊。嚇是咩？but because 我係 doctor email 我了。Look 那是啊，你呀，貴18歲，特別我是 Ontario， 特別我唔知。Ontario，because 我人 still 伊人講6 months 呢，點先個 invite for the booster。即係 are not Omicron estimated to be 10倍，死咗咁多倍咁樣嘅。Normally as opposed to Delta 係咩6啊 ？Delta 現在是5，I think 5。特別只響啫 ，because 個 coronavirus 伊就係 Delta，伊 are not 是 only 2 point something 嘅。是特別古早伊人特別人冇vaccine 個冇 treatment 個係。伊人監管啊，加冇食辣，特別加濟人掉 ，because 成人掉紅傷。嚟成人叫咩啊？叫咩啊？上行。你冇事，你免去 hospital。你多處 rest， 你就唔要緊。แล้ว若是你掉แล้ว right？
伊解釋給我聽啦，成個 Omicron take over 了嚇。Delta 就慢慢死去咯 ，because 伊 virus 只 like 行過嚟 Delta，แล้ว當今 Delta 是睇死人嘛，แล้ว你若是講你 Omicron take over 了，你人叫，特別你未死咯，甲少人死啦。安尼可以夾猛啦 ，hopefully 啦，特別冇嚟講嘅啊，是講成本地即係個係冇得嘅。我點整啊？我就 OK 小打個係咪？冇一下啦，例如 utility 講嘅了一下，แล้วลองใจเรา utility 就佢哋就會興咗這類哦，哎呦唔使哦，I think ว่า utility 啊，唔知多多嚇參加了，I think 我喂，monthly pay utility 嘅 mortgage 咪是哦。那是買水 mortgage 啊，咁樣咱水咱是講 monthly expenses 啊，咁樣 utility，成日特別就會用嘅電話水費。I think 我成日是水貴啊，訂到嘅時候當然唔知咗，它是千貴啊，千字嘅呢？Netflix 就算啊，有水，我個 Apple 話你玩呢，我係你。Apple 你玩嘅咩？你 Apple 你電話嘅 monthly 嘅 payment 先，你嘅 loan 嘅電話啊。我 monthly payment 係你我冇算做，我冇算，我 only 算我 cell phone 嘅 bill 啦，我冇算我 monthly 電話，你是算做我，你是 expense 起啊嘛，你唔是成個大個月嘛。I mean 我是 even though 我是大個月興，特別我那是冇大個月興，你嚟講我是興起來嘛。所以就 expense 啦，唔是 utility 啊。utility 我點解實係個情字就情事 ，depending 嘅啦我看。我當然嗰啲借咧，我係看我係 HomeKit 嘅 app 裏邊嘅借啊，係咪係？我係 utility 嘅咧。哇，辦機哦！我再講我係水甲，我係hydro甲，我係水爾啦，你攞掉啦。加起來是一年啊，我是3年啊 ，because 我 average 起來個了嘛，差不多6000咯。6000就面一個月話你加100幾來的。哇，辦機啊，咁我哋貴下，我係做。我諗係水辦機，我係水。呀，我是水個水。我係水差唔多100塊啊，一個月。90幾。我冇算 property tax 啊。冇算 property tax。我冇算。我 forgot， 我存錢字我是有參為 mortgage 所別記。你使尋網頁，so maybe 係600塊咯，sounds about more right 啦，600塊。我嫌貴 ，because 我貴啲是貴啦，你特行㗎啦。你到位所處咧？哦，你到位所處。Yeah。但所以冇聽到佢哋南西起來講過伊條下條伊嘅 utility 嘅唔是Omicron，伊樣嘅阿咩啊OCM。MCO 嘅事，MCO 嘅事，行起但係最死 key 嘅習慣咪搞得咁多處。哇 ，Indoor 都係四唔就 key，可能bằng個自細度處。Malaysia 電價貴，400-500塊 for aircon。是啊。然後你冇聽即個拖回一個月千800到1000。800幾是1000。跟住電嘅。呢度新加坡啦，新加坡嚇。呢度新加坡。個 drop 呢？我utilities roughly 一個月600幾塊澳洲幣。都差唔多咯，可能咁想啊，我未記過我算係你數 ，because 我是算，我定當我是算我係 monthly expenses，so that 我係出我係 emergency fund 會作借類啊。成間你會燒掉你 emergency fund 都會做這裡，你唔是 based on 你嘅 monthly expenses 嚟 calculate 你嘅 emergency fund 咯。例如講你幾個月8 months 還是12 months 還是咩嘢？所以我就會再講你嘅 monthly expenses 嘅是做這，然後你該會知嘛。你參你嘅即係 mortgage 把你千幾塊啊，辦機哦你 mortgage。我 mortgage 係辦機 ，because 我 refi 過了，我個 refi 10個年。特別我係住隻 model 成，我講，我係住隻，我係住嗰度 Midwest 嘛，我 Midwest 我住到冇咩嘅啦，我係住隻四間嘅，我住我係講我係住隻 model 成，冇成日講話是水你看多間嘅冇，阿冇樓啊冇，我係住個舊啊，冇成日你過去住啊，
我無，我個 high class 做水水嘅，我無，我只我同你講，我做只真正 modest 嘅，只普通，對我嚟講是夠用啦，是講有成個，我 wish 我嘅 garage 會擺我車，你我係 garage 只古厝，我 garage 只細呢，只and that one 是擺到只 driveway 呢樣。But OK 啦，有夠啦。我是講我咁運 continue 我嘅 lifestyle。你咁運俾 Apple products。我咁運 continue 我嘅 lifestyle 過，你卡，唔是講我係儲積啊，我唔是講我係儲頂流水啊，แล้วเปีย啊，有本來我哋樓卡有一坑，一เปีย一坑，是講樓卡冇人看到嘛，樓卡係專門冇人看到，我冇去修理咗，แล้ว所以只 model 就掉我樓喺處。較硬，簡單嚟啊。你個樓咧是你做咩 downsize？掉冇樓，所以都搬去樓人勁咗咯。掉本啊！是講我寫對我嚟講，我就講我真係咁我照嘅嘛。我明講我係厝會水車好大頂嘅呢。我買有件事 technology 搞嚟啊。我冇插下邊票，我冇插，我係 technology 一樣，我係叫佢 Hey Sarah 下面下做我哋啊，我都歡喜啊。Internet 就會真好，我都搞啊。OK， 感謝各位聽眾收聽，感謝人嚟教人學呢估一句了個講緊我點佢正本咧，utility oh my god， 哇！咱落估咯，其實咱7點落㗎，7、8、9、10、11、12、13、14、9點半正啊，咱落 ，Oh my god， marathon。OK， 感謝各位聽眾收聽，感謝我哋特別嘅邊對個 clubhouse 嘅人，即係等陣我個老母仔，嗰個就個阿龍困起啊，阿龍嘅會琴啊，แล้วก็Norway Canada 嘅代表，即係阿什ลักษะกับปอแกมตีแล้วก็จะเป็นclubhouse 會個轉個 clubhouse อาหารนะ個那個線入邊。咱無叫一個香菇啦，香菇走去啊，แล้วก็有 BK 啦，BK 是拖血，加未使講，鵝尿，未使講，แล้ว下個未使講，即無講嘅名個錢，OK，咪見啦，會困啊，咁使唔使會困？就不多佢食油咯，食飯啦，不多佢食油攰咯，當然。On diet，咱個咧 on diet，because 咱講話冇食物件。係啊，冇食巴特雞。嗰隻巴特雞，嗰隻係你。OK，看到我冚大嘅時會食去㗎會加即係直接介紹，就問走過啊，3問走過。OK，bye。哎呀，麻煩記錄喺嗰邊落冰沙冰。YouTube 嘅人那是正式了吧，無看到咧，就這邊大了，這邊頂面度大家 subscribe。定看定聽第一集正我現條錄音是佢同地佬出線嘅，必須是佢同地佬，會俾時出到這邊嘅啲嘢，感謝。